听众朋友，请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演播王风尘。武周年间，金秋月，致仕返乡狄仁杰，熟知滨州现迷雾，护国安邦除奸邪。大周胜利2年的深秋，太行山一条曲折的山道之上，空旷静谧，金风烈烈，黄叶飘零，草枯之败，好一片消杀衰败之景。这天呢，太阳往西转的时候，突然间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打破了太行山的寂静。随着马蹄声音越来越近，由打神都洛阳方向疾驰而来2匹骏马。头前面的是一匹黑马，马上压骑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此人呢，如果跳下马来，身高8尺，头戴黑纱幞头，身着青色长领胡服便装，内衬圆领内衫，腰束玉带，悬挂玉圭，脚蹬一双乌皮6合靴，往脸上看，面如中秋古月，剑眉朗目，准头端正，鼻直口方，五缕花白长髯，迎风飘洒，是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您别看这位年岁这么大了，精气神十足啊，而且身前背后带着不可侵犯的一团浩然正气。此人是谁呀？这个人呢，非是别人呢，正是当朝官拜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那位大周宰相断案如神的狄公狄仁杰。紧跟着狄仁杰的是一匹白马，马上压骑一位男子，32、3岁的样子，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抱龙，面如冠玉，虎目如灯，浓黑的剑眉斜插入鬓，通关鼻梁，方海口，圆薄耳，光嘴巴没留胡须，头上戴着黑纱幞头，披着黑色镶红边的斗篷，迎风飞扬啊！身着黑红色圆领袍衫，窄口剑袖，大红中衣，腰扎10满板带，左腰间斜挎一口宝剑，剑长3尺3，墨纱鱼皮鞘，金吞口，金石件，云头并无灯笼穗，显得格外的古朴。往腰上这么一挎，更平添出了3分的飒爽。这人谁呀？正是狄仁杰贴身的卫士长，官拜朝廷4品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那位说了，这2个人如此急行，那肯定是有什么疑难案件啊，等着狄公去勘察呢。这您可猜错了，这一次啊，不但没有什么案子，也不是什么公干，那干嘛去呀？狄公致仕。什么叫致仕啊？就是离休回家呀，年纪大了，不干了，告老还乡。其实啊，狄仁杰好多年就想致仕，年纪大了嘛，有的时候力不从心了，就想告老还乡。他给女皇武则天提出好几次了，但是每次武则天呐都不准许。国老怀英啊，朕离不开你呀，大周离不开你呀，每次提出，每次都不准。没想到这一次狄仁杰自己没有提出啊，武则天居然恩准狄仁杰致仕了。这是为什么呀？别说您了，连狄仁杰自己啊都感到纳闷。这2天这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就拿今天来说吧，这狄公一边驾马飞驰，一边眉头紧锁，一路上是一句话不说，不住的在考虑这个问题。2匹马正往前飞奔呢，突然间李元芳啊
一抖缰绳，这骑马就赶上狄仁杰了。大人，我们从上午出发，一路奔驰到现在，该歇歇脚了。这句话呀，让狄仁杰缓过神来了，看了看身边的李元芳，低躬笑了。哦，怎么了，元芳？我一个老头子还没喊累，你倒要歇了？大人呐，不是我累了，是您的马累了。说到这里，李元芳双腿猛地一夹，坐下骏马往前噌的一下子就猛冲过去了，立时就拦到狄仁杰的面前了。再看李元芳轻舒猿背，伸手这么轻轻一揽，歘，就将狄仁杰的马缰绳牢牢地抓在手中了，然后往怀中一带，狄仁杰那匹马一声嘶鸣，连踏了几下蹄子，乖乖的就停下来了。哎，狄仁杰一皱眉，元芳啊，你这是何意呀？他疑惑地看着李元芳。李元芳呢，没说别的，轻轻地拍了拍狄仁杰的坐骑。大人，您自己看看他吧。狄仁杰低头一看呢，哟，就见自己胯下这匹马呀，浑身大汗淋漓呀，汗水顺着鬃毛往下直淌啊，双腿能够明显的感到胯下这匹马的身子在微微颤抖，而且这匹马四个蹄子轮番的踩着地，好像这四个蹄子难以维持重心似的。狄仁杰一看，他怎么会这样啊？大人呐，您今天赶得太急太快了，把他累的了。不对，一战明明把最好的马匹还给我们，再说了，你的马不是还好好的吗？李元芳听到这里啊，淡淡一笑，没说话，用眼神啊朝着狄仁杰的腰身随意的这么一瞥。狄仁杰也低头看看自己，狄仁杰呀也不由得乐了。怎么自己这2年呐，年岁大了，有点发福了。这虽说是2匹同样的马，但是驮的人重量级不等啊。人李元芳多少斤呢？狄仁杰，你的比人家李元芳多重好几10斤去。狄仁杰呢也乐了。这个时候呢，李元芳跳下马来，站在狄仁杰面前，伸出右手。大人呐，这马再骑下去会有危险的，请您下马吧，我陪着您走一段，到前面您换我的马。狄仁杰呢无可奈何的翻身下马，李元芳就牵起2匹马，慢慢的跟随在狄仁杰的身边。2个人呢一时无语了，默默的往前走了一段路。突然间，狄仁杰长叹一声啊，元芳啊，你可知道我今天为何如此匆忙的赶路啊？李元芳没回答，只是把头摇了摇。狄仁杰呢也没跟他解释，四下张望着，嘴里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语，应该就在这附近，应该就在这附近呢。突然间呢，狄仁杰眼前一亮，就是这里。说着话，他快步就朝前面的一个陡坡走过去了。等，李元芳一看，哟，不好，怎么那条小路啊非常的细窄。哎呀，李元芳心说话，大人啊，大人，您是什么身份呢？大周的宰相啊，虽说现在已经致仕了，但那也是国际待遇啊，您怎么这么轻易的身处险地呀？赶紧的把2匹马就系在旁边一棵树上，然后李元芳噔赶紧追上去了，得保护大人呢。就这么着，2个人呢3下2下就爬上陡坡了。嚯，来到这里一看，眼前是豁然开朗啊！再看脚下群山延绵，云深雾遮，举头望去，晴空如洗啊！
只有几缕淡淡的云丝在很远的天际边漂浮着。狄仁杰来到这里，把手一背，看着远方，无限惆怅地叹了口气。哎，远方啊，整整30年之前，我就走过这同一条路啊。30年前，是啊，那时候我经老师严厉本推荐，从汴州叛左升任并州法曹，就是经由这太行山一路北行，去到太原。当年我正是走到这个地方，遥想志士赋闲在河南别业的老妇，南望河阳，感慨万千，泪沾衣裳，方才深深体会到忠与孝，远非一变，子和臣，情难两全的道理呀。没曾想这30年一转眼就过去了，而今我自己也到了志士赋闲的时候，竟然走的还是这同一条路啊。狄仁杰说着，这眼眶不由得湿润起来了。这狄仁杰所说的这个故事啊，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望云思亲的那个典故啊。过去不是有本书叫做《24孝》吗？讲的都是古代那些孝子贤孙的故事。这个24孝啊，有很多版本，所选择的故事它不一样。其中有那么一个版本上，就把狄公望云思亲的这个故事选上了，归为24孝之一。这就说明啊，狄仁杰是个大孝子，但是为了国家之事，他不得已告别家乡父老，奔赴国事。一晃30年过去了，现在呢，自己又重新的站在了当年离乡之时所站的地方。青山依旧在呀，但人却已经从当年那个年富力强、玉质机敏的壮年，变成了今天这个堪堪老木、充满智慧的老人了。沧海桑田，白驹过隙，时光交替，物是人非的自然变化，怎能不让人感慨，怎能不让人感叹呢？狄仁杰远望群山，眼睛湿润，心潮澎湃呀。他背着手眺望了一会儿，然后按捺下心潮起伏，看了看身边的李元芳。狄公笑了，30年前你还刚刚出生吧，和你说这些恐怕是难以得到共鸣啊，是不是元芳啊？李元芳啊也温和的笑了，大人您只要不说是对牛弹琴，我就很感激了。狄仁杰被李元芳逗得朗声大笑起来。好啊，我倒还没见过这么聪明的牛呢。李元芳说了，大人，您要是发完感慨了，咱们就接着赶路吧。前方按里有个歇脚的凉亭，我们就过去，到那里去饮饮马，喝口水，然后就一鼓作气，趁着日落之前翻过这道山崖。好吧，就听大将军的。大人，这两个人又并肩走回山道了。狄仁杰依然沉寂在刚才那番惆怅之情中，就觉得心潮荡漾，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但是难以理出个头绪来。他不时看看身边沉默的李元芳，他总觉得好像30年前自己走这条路的时候，这李元芳就陪伴在身边，或者说就在自己心里头。虽然狄仁杰觉得这种想法非常可笑，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依然的执着着这个念头，总觉得自己和这李元芳的缘分绝对不仅仅开始在10年之前的将帐之内，
而应该是在更加久远的过去，很可能就是在30多年前，只是那个过去已经很难找回了。也许这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和妄念罢了。狄仁杰正在思索这些事儿呢，李元芳突然间说话了：“大人，您看。”狄仁杰一听李元芳说话，举目一看，哎呦，发现在前方不远处啊，果然有一座凉亭。在这个凉亭之中，有一个老头啊，在那里摆着一个小小的茶摊儿，旁边是供骑马客人喂马的简便马槽，还有一个竹编的大笼屉，架在一个木棍支起的一个小火堆上。这边呢放着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周围呀垫起几块山石，干嘛挡风啊？万一有风，你可以在这避避风。这笼屉上啊盖着雪白的屉布，正袅袅的冒着热气呢。狄仁杰一看乐了：“元芳啊，看来今天呢咱们有口福喽！来来来，到凉亭里去坐坐。”两个人就冲这个凉亭走过去了。这凉亭中那个老头一看呐，有人过来了，赶紧招呼狄仁杰落座。李元芳把这马匹就拴在马槽边了，任由这两匹马在那里啃草。李元芳这才走过来，坐在狄仁杰身边。这个时候呢，狄仁杰已经和这个老头啊聊了好几句家常了。这老头一边给狄仁杰倒茶呀，一边埋怨：“别提了，天气啊越来越冷了，这条山道上的行人啊也越来越少了。我这个摊儿啊再放几天也该收了回家过冬了。”狄仁杰笑眯眯的端起茶来：“老张啊，你这笼屉里蒸的是什么好东西呀？”“你说这个，这可是我们这太行山的特产啊，叫做彭样糕。”说着话，这老头一扭身呐，就把笼屉盖子给掀起来了。这盖子一掀起来，一股清香是扑鼻而来呀。老汉这个时候又回过头来看看狄仁杰：“我说你这位老先生，听你这口音好像是咱们本地人啊。那你怎么就不知道这个呀？”狄仁杰那哈哈大笑：“老张啊，您听得准呐，我正是滨州人士，只不过去乡多年，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吃到这家乡的美味喽。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倒是要好好的尝尝。老张啊，你给我们一人来一块。来来来，元芳啊，今天我请客。”老汉听着，就往两个人面前呢各放了一个碗，又把糕加到两个人面前的碗里。一边加糕，这老头一边说：“你瞧瞧你们两个父子，还这么客气，还什么亲啊亲啊的，那谁掏钱不一样啊？”狄仁杰非常有兴致的加一块糕，吹吹糕上的热气，看了看老头：“老张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两个是父子俩呀？难道说我们两人长得非常相像吗？”这老头啊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李元芳，又看了看狄仁杰。要说呢像倒是不太像，可是我老汉这么大年纪了，看的人多了，你们明明就是两个父子，我绝对不会看错的。狄仁杰微笑着看看李元芳，把头一点：“是啊是啊，老人家好眼力呀，你没看错啊，对吧？我觉得你们就是父子。我这老头在这里10来年了，阅人无数什么人一打眼我就看出来了。”这老头看了看火堆，一看这个火呀不太旺了。你们两位先吃着，这柴火不够了，我去这个树丛后边呢找几根柴火去。好，你忙你的，忙你的。狄仁杰看着老头走进树丛当中去了。狄仁杰呢又亲切地瞧着李元芳吃了一口糕，压低声音说了：“元芳啊，今天翻过这座山，明天再走一日，
就到了滨州城了，我也该把家里的情况给你介绍介绍了。哦，大人，您请讲。狄仁杰把头一点，脸上的神情慢慢的变得严肃起来。虽说这滨州是我的桑梓之地，但是刚才我也告诉你了，因为我的父亲早就在朝中为官，当年官拜东宫那只狼我自小跟着他四处任职，游遍神州大地，其实并未在滨州居留过多久倒是后来我自己在滨州任大都督府法曹期间，在此地待了有10多年的时间，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滨州最久的日子了。而今我那大儿子、二儿子都已经入仕为官了，一个在魏州，一个在益州，他们都很孝顺，接了我2位夫人过去，故而今天留在老家的只有我的大夫人和我的小儿子狄景辉。说起这景辉嘛，狄仁杰正要往下说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从旁边的树丛当中窜出来一个身影。这个身影非常高大，嘴里呜噜噜不知道在说什么，七歪八斜的呜，就直冲着2个人前面的桌子扑过来了。哎呀，不好！李元芳一看这个黑影要扑上来了，李元芳猛地跳起身来，把狄仁杰就让到自己背后，用脚轻轻一点，桌子整个就翻倒在来人身上。可能由于这个人没有防备，这桌子一砸下来，这个人整个的扑通一声就被桌子整个砸地下了。他在桌子底下挣扎着，是手刨脚蹬嘴里还发出呜的声音。李元芳眉头一立，一伸手就抓住这个人的后脖领子了，像拎小鸡似的，一下子把这个人从桌底下就拎过来了。拎过来一看，哎呦，就见这个人衣衫褴褛，满头乱发一股扑鼻的恶臭从这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熏得李元芳恨不得立刻把他扔出去。李元芳看看狄仁杰，狄仁杰无奈的摇摇头，吩咐一声：元芳这个人看来并无恶意，你把他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李元芳抓住一个怪人就这个人满头乱发，这头发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洗了，都干了粘了，里边还夹杂着这树枝草梗树叶这脸上满脸的污垢，你都不知道这位多少天没洗过脸，估摸着拿刀往脸上切咔嚓一刀下去，能把你这刀给割卷了刃，这还砍不到脸皮呢。就那汁泥就那么厚，除了一对血红的眼睛之外你根本的就看不清这人的容貌了。身上破衣啰嗦，破损不堪，衣不遮体。一看哎呀，尤其是那个右屁股蛋那个地方，由于破了一个大洞，导致了 75.3% 的屁股蛋给露出来了，那也就是叫做裤子罢了。你这要撕吧撕吧当抹布都没人要，怎么你还得洗这是什么衣服脏的也上边本来的颜色都已经看不出来了，又是泥又是土，光洗干净这个衣服浪费的水都能买2条新裤子了。而且这人嘴里含糊不清的还在那叫呢，一边叫一边猛烈的挣扎着。其实李元芳也不爱抓他，怎么太臭了，哎呦，就抓着这位脖领子从这桌底下往上一拎，这呼的一带风，好，这知道的是这人身上的味儿，不知道的还以为大片厂搬家呢。熏的李元芳这位武林高手差点没背过气去，恨不得立刻把扔了得了。
这时候李元芳转回头来看看狄仁杰，狄仁杰冲他摇摇头：“元芳啊，我看此人似乎并无恶意，你把他放下来。”哎，李元芳啊，巴不得把他放下呢，一松手，啪，把那人呐就扔在地下了。就见这个人一落地，在地上爬了2步，突然间发现滚在面前有一块彭彦高。一看这彭彦高这人呐，当时就像猫见了耗子似的，眼睛也亮起来了，头发都炸起来了，当时猛然间就扑过去了，双手抓起高来就往嘴里塞呀。狄仁杰和李元芳2个人一看这个场景，对望了一眼。狄仁杰说：“看来他是饿了。”就在狄仁杰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位啊就把那整块的膏给塞下去了，然后又哆嗦着在这地上四下乱爬。突然间又发现另外一块膏，猛然间扑过去，把这第2块膏啊顷刻之间也塞进肚里去了。然后这位啊继续在地上爬着，就见他张着嘴，歪斜了一对血红的眼睛，口水顺着嘴角滴答答的往下直淌，让人看见都恶心，浑身都在颤抖。狄仁杰一看，慢慢的向他走过去了。李元芳赶紧说：“大人要小心。”“无妨无妨，好像他是个病人，我来看看。”狄仁杰正要靠近那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卖糕的老头啊闻声回来了，一看这里怎么了，这是捉翻碗打。哎呀，这绿球球的，这怎么说的？那个人一听到这老汉这么叫啊，突然间脑袋是转向老汉，双眼瞪大，尖叫了一声，蹦起来发疯似的朝着老汉的方向扑过去了。我的天哪！老汉吓得往后直退呀，这一退后背正好撞在笼屉上，噗，整个笼屉呀全翻下来，叽里咕噜，满笼屉的彭彦高滚落一地。那个人一看一地的彭彦高，当时眼睛就亮了，突然间跪倒在地，从地上同时抓起3、4块彭彦高，拼命的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这嘴巴能塞进去塞不进去，塞着这个嘴巴呀鼓鼓囊囊的，眼睛都往外突出了，翻白眼了都。狄仁杰一看不好，元芳快把他制住，他这样要把自己活活噎死的。是，李元芳一个箭步冲过去，伸手啪啪把这人双手抓住，往后这么一背。你没手了，我让你怎么抓呀？但是这个人呢，伸出脖子又继续从地上摇起彭彦高，还往下吞呢。李元芳没有办法，只能把他提起来半竖在那里。就见那个人呢，满嘴吃的都是彭彦高，堵的嘴巴呀鼓鼓囊囊的，眼球往外爆出，就好像这俩眼球啊要把这眼眶给挤开了似的，嘴里发出痛苦不堪的呻吟，身体开始不断的痉挛，在李元芳手中不断的是手抛脚蹬，但时间不大呀，就见这个人的身体扭动渐渐的缓慢下来了，眼睛往上一翻，嗓子眼儿咯喽一声，脑袋一歪，四肢往下一耷拉，死了。哎呦，把李元芳吓了一跳啊，赶紧把这个人的身子放在地上，仔细的一摸鼻息。大人，他死了啊！狄仁杰赶紧走过来，蹲在旁边，拿手摸了摸鼻息，果然没气儿了。狄仁杰又仔细的端量端量这张完全变了形的脸。元芳啊，你拿些水来，把他的脸好好的擦一擦，我要好好的验看一下。是。李元芳赶紧问那老头有水吗？这老头子吓傻了。水呀，哎呦呦，我给拿去。说着哆哆嗦嗦的赶紧的到水桶那边，用瓢给蒯来一瓢水。李元芳掏出布来湿了湿布，然后把这个人的脸呢给擦洗干净。说干净的干净不了，咱说了不知道多少天没洗过脸了，反正是弄得有原来的模样也就行了。狄仁杰一看这个人
虽说现在这个人呐，口歪眼斜，脸色青灰，已经分辨不清原来的五官貌相了，但是仍然能够看得出这个人呐，年岁不大，也就是20岁刚出头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什么怪病啊？狄仁杰又把死者的手拿起来，仔细的检验了一下，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衣物，然后抬头看了一下李元芳。元芳啊，你能看得出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吗？李元芳仔细的一看，略微的思索了一下，大人呢，好像他是个道士。是因为这道巾吗？狄仁杰一指啊，这个人脑袋后边歪斜着戴着一个青布拂巾，因为这个帽子松松垮垮的搭在耳后，又被乱发遮盖，所以刚才呀他们都没看见。狄仁杰说，你就为这个说明他就是个道士吗？李元芳一点头，对呀，另外呢还有他身上穿的应该也是道袍。狄仁杰一看呢，虽说这件衣服啊破烂不堪，但是还能够看出来确实是一件道服。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呀。大人，有什么不对的吗？你来看。狄仁杰说着，一伸手从那个人的衣服领子里边拖出了一条金链子来。元芳，你看看这是什么？李元芳一看狄仁杰手掌正中是一片呐金灿灿的长方形的挂坠，这挂坠啊被这太阳光一照，好嘛，金光万道，耀人眼目，显然是纯金打造的。嵌在这片金矿中还有一块同样形状的淡绿色的宝石，这颗宝石通体透明，晶莹剔透啊，隐隐约约的还可以看到宝石内部还刻写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纹路。这个纹路啊不像是文字，也不像是花纹，十分的奇特呀，李元芳从来没见过。这是什么东西？李元芳疑惑的看看狄仁杰，这件东西太奇怪了，这不像道教中的物件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呢，你看这些纹路非花非瘦，歪曲扭转，不像咱们在中土各教派中所能看到的任何图符或象征啊。那么这个道士身上怎么会佩戴这样一个物件呢？狄仁杰说着话，把链子从那个人的脖项中给取下来，在手里掂了掂。这可是纯金制成的呀，还有这块绿色宝石，也是罕见的珍贵之物啊。身上既然有如此值钱的东西，他又怎么会困苦的流落在这山中呢？是啊，大人。李元芳也纳闷啊，他既然都饿成这样了，为什么不把这个物件或当或卖，换点钱去换点吃的呢？元芳啊，你觉得他刚才那样的狂食仅仅是因为饥饿吗？大人，那不是饿还能因为什么呢？不好说呀，不好说呀。狄仁杰慢慢的摆摆手，虽然恶疾之人确实会不顾分寸的乱食一气，也有因此而保障治病的例子，但像他这样眼睁睁的吃死的，却令人难以置信，匪夷所思啊。狄仁杰说着话，又把这人的手掌翻开。元芳啊，你再看看他的手，他左手的每个手指指腹都染着颜色，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元芳一看，哎呦，还真是，发现这人的左手啊非常奇怪，整个手掌上黑红蓝绿各种各样的颜色，尤其那手指肚上那颜色呀更是五花八门，色色重叠。李元芳啊又用布蘸了蘸水，用力的擦了擦。大人呐，这擦不掉啊，好像都印进去了。
狄仁杰点点头，站起身来，抬指把那个老头给唤过来了。老人家，你过来。那老头啊，吓得直打哆嗦。这位客官，这可怎么办呢？老张啊，我们二人还要继续赶路啊，只能请你老人家把这尸体运下山去，交给官府啊。老头一听，这王八驴球球，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你不必担心。狄仁杰笑着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银壳子，直接的塞到老汉手中了。老张啊，这个人的死状非常可疑可怜，须得要报请官家好好的勘察。另外呀，总也要给他找找亲属家眷，好让他入土安葬啊。老头看看手里的银子，又瞧瞧那个尸体，好吧，看来呀，只好用我这运家伙的车运他了。真是晦气啊！他这么沉，我还抬不动他元芳啊，来帮帮这位老丈。李元芳答应一声，正要上前帮忙，突然间就觉得眼角有黑影一晃，他立刻警觉起来，右手紧紧抓住悬在腰间的宝剑幽兰剑，目光就射向了山道旁边的树丛。李元芳眯着眼睛，把着宝剑就朝那个树丛方向迈出2步。狄仁杰这个时候也发觉了，元芳怎么了？李元芳呢，站在原地，目光如剑，在这树丛草棵上扫了一遍，最后长出了一口气，唰一回身，大人没事，咱们准备出发吧。狄仁杰一看没事，赶紧帮帮这老丈吧。李元芳赶紧过来帮着老头把这尸体抬上车，然后目送着老头顺着山道下去了。这个时候李元芳又把马牵过来，大人呐，你骑我这匹马，我呢换骑你那匹。好。狄仁杰翻身上马，但是并不急着出发。李元芳这个时候也上了马，一提马缰绳来到狄仁杰身旁。大人怎么不走啊？元芳啊，你刚才发现什么了？李元芳一点头，是啊，大人，刚才确实有人在旁边的草棵里偷窥，被我发现后，这个人向山背后逃去，我怕这是贼人设下的调虎离山之计，所以没去追赶。狄仁杰一摆手，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看看。李元芳带着狄仁杰就往着树丛深处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大人呐，其实我刚才觉得呀，那个偷窥之人身量非常小，脚步非常轻，好像是个小孩子。狄仁杰四下张望着，一看呐，满地都是落叶衰草，一点足迹都找不到了。抬眼一看呢，就见面前不远处有一条小溪蜿蜒而去。这条小溪呀，水道非常窄，但是云蒸雾绕，这水流之上冒着热气，小溪旁的草枝好像被人踩得七歪八斜的，能够很清晰的看见一串足迹活着泥水沿着这小溪直指密林深处，可以说明刚才那个人顺着这个小溪跑着密林深处去了。狄仁杰一催马，元芳啊，咱们跟过去看看。李元芳一迟疑大人会不会耽误咱们的行程啊？狄仁杰一摆手，无妨还有一些时间，咱们先稍微的去探一探，只要在申时回到大道之上，就能赶在今天翻过这道山再说了，元芳你看，这些足迹确实窄小，分明就是个孩子的，一个小孩子在这深山里过夜会有危险的，最好能够把他找到是大人。说着话，两个人沿着小溪慢慢的循着足迹驾马往着密林深处而去。越往里走这树林越密
周围都是参天的古木，虽说是深秋了，巨大的树木依然是遮天蔽日啊。越往前走啊，这光线越暗，但是这条小溪呀，倒是越淌越宽了。不过呢，这地方的气味啊，太难闻了，一股腐叶败草的气味，在混合着这水面上冒出的热气呀，简直能让人窒息呀。狄仁杰、李元芳皱着眉毛，驾马往前走着。走着走着，狄仁杰一看呢，坏了，足迹不见了。一直在小溪边的足迹突然间断了，而且这道小溪呀，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深潭。就见在这个深潭水面上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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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咕嘟着很多的气泡。狄仁杰往前提了提马，想走近看清楚了。李元芳在后面一看呢，心说不好啊，赶紧催马紧紧靠在狄仁杰身旁，怕狄仁杰有危险。这个时候李元芳精神高度集中，因为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危险就潜伏在身边，所以李元芳牙关紧咬，手握着宝剑，都有点出汗了。现在周围啊是一片寂静，这个寂静啊，静得让人胆寒，静得让人发毛，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旁边等待着，窥视着，等待着机会。如果一旦有机会，突然间呢，一声沉闷的吼叫打破了这片寂静，一大团黑影从这深黑色的潭水之中一跃而起，直接向狄仁杰猛扑过来了。来得太快了，好在李元芳早有准备呀，身子往前一探，手中的幽兰剑划出几道冷光，顿时是血光崩现，这鲜血呀四处飞溅，立刻扑通扑通扑通，3块东西落地了。等落到地下，这才看清楚那团黑影啊，闹了半天是一只相貌狰狞可怖的巨型野狗，那就像那打僵尸游戏上那僵尸狗似的，太可怕了。现在呀，已经被李元芳的宝剑斩成3截了。你别看斩成3截了，那掉在地上的那血肉模糊的肉团子，那浑身的黑毛还仍然立着呢。李元芳这剑法太快了，以至于快的呀，把这条野狗给劈成3段之后，这野狗还没死利索呢。尤其那个狗脑袋呀，仍然是张着嘴落下来的，一落地这脑袋呀还活着呢，活着就知道往前咬啊，咔哧一口。你说多么巧多么寸，这狗脑袋呀正好落在狄仁杰的马前，咔哧一口正好咬在狄仁杰坐骑这个腿上，疼着这匹马呀一声惊嘶啊，连惊带疼啊，发了疯似的载着狄仁杰没命的夺路狂奔跑了。哎呦，李元芳可吓坏了，大人想拦呐，马早跑了，怎么办？打马追吧，在后面就追呀。但您别忘了，这李元芳给这狄仁杰2个人换马了。李元芳骑的呢是狄仁杰骑了一上午的那匹皮马啊，太累了疲劳的马。狄仁杰骑的呢是李元芳骑了一上午的那匹马，虽说也累，但是李元芳身子轻啊，所以狄仁杰现在骑的这匹马比李元芳骑的这匹马那跑起路来要快得多呀。再加上那是一匹精马，跑得更欢了，没命的往前跑啊。这李元芳骑的这匹马呀根本追不上啊，眼看着就拉开了一大截距离。哎呦，李元芳心急如焚呐，着急没用啊。前面那匹马带着狄仁杰已经跑出密林了，飞一般的冲上了山道。李元芳不停的拿着个剑背啊拍马，
就这么追，等到追出树林，抬头一看呀，当时李元芳啊，这脑门子这冷汗怎么了？窜出来了，吓成这样啊！因为李元芳一看呐，前面的山道尽头是座悬崖峭壁，这匹马带着狄仁杰就奔那个悬崖去了。再往前跑，连人带马就得坠落悬崖呀，那还了得吗？了得吗？你不了得也没办法呀。想追根本追不上去了，想救人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李元芳一咬牙，猛地一踢马腹，借着马朝前猛冲的劲道，这李元芳啊，腾空而起，随着身子往上一起，李元芳把手臂一挥，手中的幽兰剑离手而去。狄仁杰的马匹受惊，带着狄仁杰呢狂奔而去，直奔悬崖峭壁。李元芳在后面驾马追赶，眼看着要追上去救人呢，已经来不及了。好个李元芳啊！牙关一咬，猛地一踹马腹，借着那匹马朝前猛出的劲道，李元芳腾空而起，随着李元芳身子往上一起，手中的幽兰宝剑同时给甩出去了。就见这幽兰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迅疾的弧线，扑通！怎么回事？就这一宝剑抛出去了，把狄仁杰所乘那匹马的两条后腿齐刷刷的给斩断了。那匹马狂嘶一声，往后翻倒。这也了不得，往后这么一翻，马上坐着狄仁杰呢，那肯定就得给压在马下。就这一压，狄仁杰这么大年纪也得压个骨断筋折呀。但是这马往后一翻，这一瞬间，李元芳不是已经腾空而起了吗？就在这一瞬间，李元芳身子已经飞到跟前了，一伸手，砰，一把把狄仁杰的玉带抓出来，往怀中一带，就把狄仁杰整个的给拽过来了，然后牢牢的一抱，顺势往旁边一滚，砰！这李元芳的后背呀，重重的砸在了地上，两个人连滚带翻，滚了好几下，最后在这悬崖边儿停下来了。好险啊！李元芳往下看了看，下面是万丈深渊呐，赶紧看看大人，你没事吧？赶紧把狄仁杰呀扶着坐起来了，想看一看呢，这狄仁杰有没有伤到。刚把狄仁杰扶着坐起来，还没等着看呢，突然间就听见脑袋顶上一阵轰隆隆的怪响。两个人抬头一看，当时吓得是魂飞天外呀！怎么回事？原来两个人所在呀，是一条极为狭窄的山路。不仅说前面是座悬崖，两边一边是峭壁，一边是陡崖。这发出轰轰隆隆的怪声，正是从一边的峭壁上发出。随着这阵阵的怪声啊，就见大块大块的山石一路翻滚，就朝着山路上落下来了。李元芳一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大人不好！赶紧从地上捡起幽兰剑，拿这把剑拨打山石啊！那不怕伤刃啊，顾不了那么多了，本能的拿这把宝剑拨打山石，一边拨打一边拖着狄仁杰拼命躲避呀。可是您别忘了，这山道本来就很狭窄，前面是悬崖，根本不能走。那往后退呀，退不回来，因为往回走的山路啊，被刚才那匹断了腿的马横在中间拦住了，就是不拦住也走不了啊。因为这石头啊稀里呼噜往下直落，根本是躲无可躲呀！大人快蹲下！李元芳叫上，把狄仁杰按倒，
自己往上一扑，就折在狄仁杰的身体上面。那也不行啊，这李元芳毕竟是血肉之躯呀，那怎么能够挡住山石啊？哎呦，怎么办呢？眼见着这落下的山石啊，是越落越密，越落越大，好几块就砸在了李元芳的头上背上。但这李元芳啊，真好样的，咬着牙生生的给挡住了。即便如此，那是石头砸在身上，砸得李元芳阵阵剧疼，眼前发黑。再这样下去，这就要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狄仁杰突然叫道：元芳，这里有个山洞啊！李元芳低头一看呐，哎呦，就在前面的峭壁上，果然好像有个山洞。怎么说好像有个山洞呢？因为这个洞口啊，被蔓藤杂草覆盖着，不注意看呢，看不清楚，但好像有啊，有一线希望，就得尝试啊。李元芳这个时候考虑不了那么多了，紧握幽兰剑往洞口里一捅，这幽兰剑往里一捅呢，呼噜带下去一大片泥石藤草，可见这是一座山洞无疑了，不能再犹豫了，也由不得他们犹豫。李元芳叫了一声大人当心，一把就把狄仁杰推进洞内。狄仁杰刚一进洞，李元芳也紧随其后跃入洞中，扑腾两声，这两人呐一起跌落到1丈之下的一个地面之上。两个人刚一着地呀，就听见身后几声巨响，噗啊！两个人回头一看，哎呦不好！就见那洞口已经被滚落的山石堵了个严严实实，这洞内马上是一片漆黑呀。用手摸了摸，这地面又湿又硬，您别忘了1丈多高啊，这摔了个结结实实，把狄仁杰摔得好像没背过气去，在地上躺了好半天，这才缓过气来。李元芳在旁边呢，一直摸索狄仁杰呢，因为看不见呢。大人，您怎么样？您在哪？哦，狄仁杰说：元芳啊，我在这里。哎呦，我这一身的老骨头啊，都要让你给摔折喽。李元芳赶紧的顺着狄仁杰的声音的方向摸过去了。狄仁杰这边呢，颤颤巍巍的也在摸李元芳，两个人的手就在黑暗中抓在一起了。李元芳握住狄仁杰的手，哎呀，这心里头的石头啊，这才算落地呀。大人啊，是我不好啊，刚才情况险峻，我太着急了，没有多加考虑，就把你给推下来了，没想到把你给摔了。哎，和你开玩笑呢，刚才要不是你呀，我这把老骨头恐怕现在呀真就给砸成肉泥烂酱了啊！李元芳这个时候利用另外一只手往怀中一摸，把自己的火折子给掏出来了。迎风一打，啪的一下子就给打亮了。这火折子呀，就类似于现在的打火机，可以说呀，有一些功能比现在的打火机呀还好呢。迎风这么一打，当时火就出来。什么原理呢？这个呀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啊，在过去古代有很多的科技其实比现在还发达，只是已经失传了。打亮了火折子，李元芳借着火光仔细的看了看狄仁杰的脸，一看呢，没有什么异样，也没青也没肿。哎呀，李元芳又松了口气，往四下里一瞧啊，一看这地上长着一丛蒿草，李元芳3把2把把这蒿草啊就扯下了大半丛，然后又把自己的袍袖啊给撕下来一大半，然后活着这个蒿草就卷在一起了，然后用这火折子就把这个简易的火把呀给点起来了。火把一点起来，熊熊燃起，这四周啊照亮的多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也已经坐起身来了，
非常欣慰、非常赞许的看着李元芳在一旁忙活。李元芳在这忙活呢，抬头一看狄仁杰正冲自己笑呢，李元芳不由得也乐了。大人呐，您乐什么呀？哈哈哈，元芳啊，咱们可是死里逃生啊，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难道不应该高兴吗？啊，哈哈哈哈。哦，大人，要这么说呀，是应该高兴。哟，这个时候李元芳突然间惊恐的把眼睛瞪大了。血，大人，血啊！狄仁杰吓了一跳，因为狄仁杰从来没见过李元芳这么大惊失色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再看李元芳，这两只眼睛瞪的都要把这眼睛眶给撑裂了，看着自己的前衣襟。狄仁杰低头一看，哟，发现自己的胸前呐一大片殷红，分明是鲜血呀。狄仁杰这个时候也有点懵了，刚才摔的是不轻，全身的骨头现在还疼呢，但是没觉得自己胸腔有什么不适啊，好像没感觉受什么伤啊，怎么会有血呢？李元芳这个时候啊，把手伸过来了，好像是要检查检查哪里有伤口，但是李元芳现在这手抖得厉害呀，而且李元芳的双眼眼圈当时就红了。看到李元芳这个样子，狄仁杰呢反倒是不紧张了，他稳定了一下心神，自己呢也摸了摸，一摸呀，黏黏的是血，但是再看这衣服上没有伤口，又看了看周围，一看呢，滴滴答答的血迹从胸口到手臂到肩头再到地上。狄仁杰猛然一抬头一看呐，哎呀，在这呢，就发现呐，有一股血流正顺着李元芳的脑后往肩上淌呢。元芳啊，是你在流血呀，你快摸摸，是不是脑后被石头砸破了啊？李元芳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赶紧伸手往脑后一摸呀，黏糊糊的，伸过来一看呐，满手的鲜血呀。但是李元芳看到满手鲜血，不但是没有惊慌，反倒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还好还好，是我的血呀。哎呀，狄仁杰现在呀是又好气又心疼啊。元芳啊，我看你是给石头砸傻了，连疼都不知道了吗？李元芳笑了笑，大人呐，您放心，我这身子呀疼的地方太多了，我也搞不清楚了。哎呀，狄仁杰赶紧低头掀起自己的袍服，从内衬的白色绸衫上撕了一根长布条。元芳啊，快，我给你包扎起来。大人呐，我有药啊。李元芳说到这里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在狄仁杰面前一晃，我带着呢。好，那很好，那很好，快快包扎起来。狄仁杰呢小心翼翼的替李元芳在伤口上上了药，然后又把这伤口包扎好了，再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还好都是一些擦伤撞伤，皮里肉外，没有很大的伤口。哎，狄仁杰这才松了口气呀。又瞧瞧李元芳，哎呦，狄仁杰乐了。再看这李元芳啊，用这根白布条在这脖子里缠了好几圈，样子傻乎乎的，可着乐了。狄仁杰这么一乐呀，李元芳明白大人是在笑自己呢。李元芳朝狄仁杰翻了翻白眼，嘴里嘟囔着，大人呢，您还笑呢？您看咱们现在在洞里边怎么出去呢？您哪要笑啊就慢慢笑，我呀去找出口去。狄仁杰一把给拦住了。元芳啊，你刚流了这么多血，先歇一歇，然后再找不迟啊。没事大人，我看此地不能久留啊，咱们要赶紧想办法出去啊。李元芳轻轻地把狄仁杰的手给扶下来，然后一跃而起，手里握紧幽兰剑，在原地转了一圈。
李元芳这么一看，他低声的说了一句奇怪。在他说奇怪的时候，狄仁杰也低声说了一句奇怪。这两个奇怪呀，不约而同的在一起说出来了啊！两个人同时的看了对方一眼，是相视一笑。李元芳把这剑往旁边一放，然后一了袍袖下摆，盘腿就在狄仁杰身边坐下了。两个人一起抬头干嘛呀？看前方不远处。就见前方不远处的洞顶岩壁上有一条裂缝，这条裂缝呢正在朝下呀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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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滴着水呢，一滴一滴的渗着水珠，而且这周围雾气腾腾，这水珠啊掉得非常急，在这地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水洼，那水洼上也冒着热气，顺着这坑洼不平的地面，这水洼里的水呀横七竖八的流了一地，所以整个洞内的地面呢都是湿漉漉的。狄仁杰一伸手就摸了摸身边地上的水迹，这一摸呀，感觉这个水呀非常的温暖。元芳啊，这水非常热呀。李元芳也摸了摸，是啊，大人啊，现在已经是深秋季节了，按理说山泉水应该冰冷刺骨才对呀，但是我们刚才一路跟来的却是一个热泉呢。是啊是啊，此乃温泉之水，来自于地底深处啊，所以才带着异热呀。要说在这太行山区中有如此热泉，倒也不算太过新鲜之事。只是啊，咱们是跟踪热泉之水旁的足迹，才遭遇恶泉与山石袭击的，而今又落入这个洞穴，没想到又碰上热泉呢。大人啊，这会不会是同一条泉水呢？很有可能啊。而且你看，这山洞是从洞顶往下渗水，所以我们还很可能是位于热泉之下呀。热泉之下？李元芳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心说话，我们头上这岩石上面就是泉水呀，我们在泉水底下呢。那大人呢？那怎么办呢？我们该上什么地方走啊？该上哪里去呀？元芳啊，不要着急，有水流就应该有出路。咱们呢，沿着这洞顶的裂缝往前探探，想必能够找到些方向。好，李元芳赶紧的搀起狄仁杰，两个人一起顺着洞顶的水迹缓缓往前行走。这水流啊，时小时大，但是始终是连绵不绝。两个人往前走了大概有半个时辰，一个来钟头，就听见前面哗哗哗的水声是越来越响，于是赶紧的加快脚步，又大概走了一刻来钟，前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洞口。就见大股冒着热气的泉水从上面倾泻而下。什么叫水帘洞呢？这地方感情就水帘洞，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瀑布水帘呢。李元芳站在瀑布面前往外看了看，大人呐，这个地方要是我一个人呐，恐怕还能试着出去，可是要是带上您。狄仁杰背着手看了看，然后呢又在洞口周围上上下下的摸索了一番。元芳啊，你赶快过来看看李元芳赶紧凑过去一看呐，就见在洞口旁边的石壁上还有一个刚刚能够容纳一个人经过的小洞，赶紧举火把伸过去照照，一看呢，这个洞里居然有一条凿刻出来的小道延绵而下。李元芳高兴了，大人，这回看来有门啊，这样我先进去，您跟着我。好啊，千万要多加小心。李元芳呢就这样钻进去了，往里一钻呢，这个小道非常的窄小，两个人呢
很费劲的往前蹭着走，好不容易7扭8绕，往下走了大概有100来级台阶。突然间呢，这头顶上出现了一块木盖板。李元芳赶紧举起幽兰剑往上一捅，咕噜噜，这木盖板呢自己轱辘出去了。李元芳轻轻一跃，噌跳出洞口，然后回身把狄仁杰又从洞中给拉出来了。狄仁杰毕竟年纪大了，气喘吁吁的爬出洞口，往上一看呢，哎呀，别有洞天呐！怎么，原来这个上头啊是个床榻，这个床榻已经被李元芳翻起来竖在墙边了。四下看看，这是一个黑乎乎的屋子，除了床榻还有一副桌椅之外，别无他物。李元芳一抬脚，咣的一声把这房门踹开了，两个人呢就走出了房子，站在房前的空地之上，深深的呼吸了几口山间的新鲜空气。一看呢，皎洁的月光静静的洒落在了草木之上。好家伙，您别看在这黑洞洞的洞里头，走好像没多长时间，其实啊已经折腾了整整1个下午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侧耳一听呢，这哗哗的水声啊，好像就近在咫尺。两个人循声一看呢，不远处就是一堵10来丈高的岩壁，冒着热气的温泉水从上奔涌下来，在他们的面前汇成了一个大池子。这个池子呀，比今天下午看到的那个深潭要大出几十倍去，就那么大。李元芳呢都看傻了，看着看着，突然间倒吸一口冷气呀，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狄仁杰一看，你怎么了？大人呐，刚才好悬呐，还好没有从水帘那里出来呀。狄仁杰说，此言怎讲？大人您看呐，那岩壁的中间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发现的洞口啊？狄仁杰抬起头来，眯起双目，使劲的这么借着月光一看呐，确确实实发现在5、6丈高的岩壁上，在这水帘之后隐隐约约的有一个洞口。狄仁杰点点头啊，是啊，如果当时我们从那里莽撞而出，必然是要跌落这个深潭呐。那样一来，我们即使不被摔死，也要被淹死了。是啊，大人，看来咱们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个山泉的最下边呀。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先看看周围吧。两个人往四下一看呢，除了前面是绝壁、热泉瀑布和深潭之外，另外3面也都是高高的山峰，借着月光只能隐约的看出高低不平的山基和林木的轮廓，其他呀都分辨不清了。但是再往身边一看呢，身边呢有10多间的屋子，孤零零的矗立在这个山间盆地之上。狄仁杰看到这里点点头啊，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家呀。天色已晚了，元芳啊，你我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你还带着伤，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就夜宿在此吧。狄仁杰、李元芳走出石洞，环顾四周啊，发现就在自己身边有10多间房舍，孤零零的就坐落在这个山间盆地之上。狄仁杰看着点点头啊，没想到啊，这里还有人家呀。天色已晚了，你我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你还带着伤，需要休息，看来今天是要在这里住上一宿了，你看怎么样啊？李元芳一点都好，全听大人的。就这样，两个人呢就一起朝离得最近的一栋房间走过去了。走了几步，这李元芳满腹狐疑的看看狄仁杰，大人啊，我看这个地方不像是住家呀。狄仁杰把头一点，元芳啊，
你眼力好，你来念念这门上的匾额啊。李元芳抬头一看呢，果然呢，在这门上竖着有一道额，横着为匾，竖着为额嘛，上面写着仨字：老君殿。哎呦，大人，这是一个道观呢。你看，老君殿，太上老君的道观。对呀，看来今天呢，咱们还是要与这李老宗派结上不解之缘喽。走，看看去。就这样啊，两个人来到门前，把门一推，吱扭一声，从屋里啊，顿时是一股污浊之气扑面而来。这老君殿里头啊，是漆黑一片呢，借着月光可以看见里面神坛上布满灰尘，上面供着三清的塑像，这塑像啊也都已经是污秽不堪了，一副被荒弃已久的模样。狄仁杰呢也就看了看，然后示意李元芳咱们往旁边的屋子看看。就这样，两个人呢就把这里的10多间房子全转个遍，除了2间正殿供着3位天尊和玉皇大帝的神像之外，剩下的看来呀，全都是给道士居住的单房。俩人钻出来的洞口就是位于其中一间最狭小的单房的床榻底下。但是可疑的是啊，这些单房倒不像那2间正殿那么破败，都打扫得非常干净，看来呢好像是经常有人居住。但奇怪的是，任何一间房里边都是漆黑一片，没有半个人影。两个人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中间的空地上。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呀，这个地方太为怪异了，像是道观吧，可正殿被荒弃至此，神像布置又都很粗疏，漫不经心，仿佛是略作姿态，掩人耳目的用途。工人居住的单房处置的倒很妥当精心，但是又一个人都没有，真是奇哉怪也呀。还有今天死在路上之人也是道士打扮，会不会和这个地方有什么关联呢？李元芳说，大人，要不要我到周围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别的蛛丝马迹没有？狄仁杰看了看李元芳，听出李元芳的声音有些嘶哑，一看李元芳脸色非常苍白，知道李元芳失血不少啊，再加上奔波了一天，这身体啊十分疲惫了。元芳啊，夜里看不清楚，你我都已经很疲乏了，我看还是先休息吧，等到养精蓄锐之后，明天再查也不为迟晚呢。哎，是大人，我看这些单房还算干净，不如啊我们就挑一间住下。好，就这样，两个人呢随便挑了一间单房。李元芳呢找来树枝，在这屋子中间点起个火堆，房间里顿时温暖了不少。狄仁杰合衣躺到了榻上，这才感觉到啊浑身上下呀都脱了力了。狄仁杰躺在床上，本来呢想把白天发生的事儿在脑海里整理一遍，但是太累了，一沾床啊，不由自主的昏昏沉沉，不知不觉的就进入梦乡了。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睡到下半夜的时候，狄仁杰突然间惊醒了。狄仁杰眼睛一睁啊，就觉得耳边听见水声哗哗啦啦，迷迷糊糊的，还以为自己呀又掉进那个泉下的山洞了。但是又一听呢，这声音呢不一样。他坐起身来呀，唰，这么一起身呢，一件黑色的披风从身上滑落了。狄仁杰赶紧把它捡起来，不用看他也知道是李元芳的披风，这一定是元芳啊趁自己睡着的时候盖在自己身上。狄仁杰这个时候就觉得耳边的水声更响了，侧耳听了听，不是说呀山间的流水，闹了半天呢外边下雨了。
抬眼一看呐，透过窗户，哎呦，果然呐，好大的山雨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下的那个急，下的那个大呀！又一看呢，在屋当中的火堆还冒着火花呢，散发出一阵阵的暖意。李元芳就坐在火堆旁边的门边，微闭着眼睛，怀里抱着幽兰宝剑。狄仁杰看了李元芳一会儿，然后又拿起那件披风，轻手轻脚的下榻，来到李元芳身边，把披风往他身上一披。这一披，李元芳当时歘，这眼睛睁开了，看看狄仁杰，微微一笑，又朝狄仁杰努了努嘴唇，示意狄仁杰不要出声。狄仁杰当时啊，略感诧异，不明白，但是一看李元芳那个模样，想让自己啊仔细的听听周围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狄仁杰仔细一听呢，他突然间呢，在这磅礴的雨声之中，听到了另外一种细微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尖尖的，细细的，显得十分的凄楚，十分的惨凉，好像是有人在雨中啼哭。就这声音，在这一片雨声之中是若隐若现的。你说深更半夜下着山雨，在这荒山野岭道观之中，突然间听见这种啼哭的声音，这也就是李元芳、狄仁杰，你要换另外一个人呐，肯定吓破苦胆呀。狄仁杰眼珠转了转，这是谁在啼哭啊？李元芳也把脑袋摇了摇，他也不明白。这种声音呢，在大雨之中若隐若现，哭了有那么一阵子，最后销声匿迹了。狄仁杰手捻银髯，沉默不语，又低头看了看李元芳。元芳啊，天太晚了，赶紧休息吧，明天一早还得上路呢。大人，您也早点休息吧。狄仁杰说完这些话，转身呢，又走到自己榻前，然后上了床榻。狄仁杰往那一躺啊，再也睡不着了，满脑子呀都在想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你看我这人刚一到滨州边界，居然就遇到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难道说在这滨州城里果然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吗？其实狄仁杰这几天呐，都没睡得太好，因为心里头啊总有事。你看自己向皇上提出了好几次要告老还乡，皇上就是不允呐，哪一次都不放自己走。为什么这一次自己没有提出，皇上主动的就让自己回乡了呢？这件事情啊，肯定其中另有缘由啊。其实狄仁杰这2天一直在思索着这个事情，现在他睡不着觉了，眼前又浮现出几天前的场景。那天呢，狄仁杰正在府中阅览公事，突然间接到皇上武则天的旨意，要自己立刻进宫。狄仁杰不敢怠慢，马上进宫。到了宫中，有人告诉他，现在皇上正在上阳宫御花园呢，请国老直接到那里面见圣驾。于是狄仁杰就直奔上阳宫御花园。现在武则天是在那吗？一点不假呀。武则天呢，正在御花园观风阁里边呢，干嘛呢？下棋呢。今天武则天呢，披着一件绛紫色的锦袍，在这观风阁内斜斜的倚在榻上，秋日的暖阳柔柔的铺排在武则天的身上脸上，使这位已经年逾古稀的女皇眼带春色，唇含娇俏，
竟然焕发出好像是年轻女子般的艳丽容色来。你别看武则天这么大年纪了，头发仍然是乌黑发亮的，而且呢，人家的牙齿啊掉了都长出来了，你看返老还童了。为什么呢？吃什么保健品了吗？人家生活好啊，身边啊有那个美男子陪伴。谁呀？就是对面这位武则天。这个时候啊，斜躺在榻上，目不转睛的端详着对面的男子，这个眼睛里面充满了爱意，看着对面的男子一个劲的冲着武则天目送秋波，在那里一个劲放电。这不说男的也目送秋波啊？你得看什么男的呀？这位就会目送秋波，这么一送哎呦，武则天这个心里美滋滋的。他看着这个男的一张水莲花一样纯美端丽的脸透过那衣服，武则天好像还能够看出那具每天晚上都在他手掌间铺陈开的没有丝毫瑕疵的身体，越看越美，越看越爱呀。看着这个男的微微一笑，抛了一个妩媚的眼风。陛下，该您走了。武则天轻轻懒懒的应了一声，微微带笑，但是并没有动作。陛下，该您了，您再不落子那可就算您输了这一局了。这个男的语气里还透着一点嗲。你看这女的嗲有的人受不了，这感情男的嗲这一般的人也受不了。也就是这武则天位居九鼎，尊贵之极，开天辟地，炎黄之下，只有她身为一个女人达到了万众之上的巅峰，也只有她能受得住这个男的这么嗲。武则天微微一笑，还是不动。陛下您再不落子，可真就算您输了。那就算朕输了吧。哎呦，陛下，这可是您说的您可认输了陛下，您要认输了，那六郎我可要腰赏了。好吧，你要什么呢？六郎，朕看看能不能给你。好，六郎我想要。你想要什么呢？武则天微合着眼睛，就等着这个人说话。这位说这人是谁呀？您没听吗？六郎，武则天的男宠莲花六郎张昌宗。这张昌宗还有他哥哥张易之，这俩人那是武则天身边最为宠幸的两个男宠长得漂亮，要么能称为莲花六郎吗？长得太美了，太漂亮了。按现在来说，小伙子够酷够帅，在武则天面前可以说一不二武则天对他也是宠爱有加，要星星不给月亮，非常的宠惯了。听他要东西，武则天微合着双目，就等他说要什么东西呢。但等了半天没有等到回答。武则天不由疑惑的睁开双目，一看张昌宗成驴脸了。本来小伙子挺帅的，现在怎么拉长脸了？这个俊脸一拉长了呢，感情也不太帅冷若冰霜的端坐在那里，双手微微的发抖，好像是得了什么帕金森综合症似的，在那里一边痉挛一边撕扯着袍服上的缎带，好像特别不自在，好像特别的恐惧。武则天一看，怎么了这是怎么像怕猫鼠似的？他刚想问六郎你怎么了，就这个时候没等他问就听见旁边有个熟悉的声音说话了：臣狄仁杰恭请圣安。哟，武则天赶紧一偏头，狄仁杰来了。就见狄仁杰正要长跪叩首呢，武则天赶紧的端坐
郭老不必多礼，来呀，给郭老看座。这武则天呐，对狄仁杰是非常之尊敬啊。你看看武则天现在呀，有点自责。你看我竟然把选狄国老的事儿给忘了。这都怨这个可恶的水莲花，可恶的俏脸蛋哦，老是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把正事啊都给晃到一边去了。赶紧给国老看座。谢陛下。狄仁杰口中称谢，稳稳当当的坐下了，连眼皮都没向张昌宗那边抬一抬，眼睛都没瞟一瞟。人家说了，要厌恶一个人呐，不给青睐，给白眼。狄仁杰厌恶张昌宗啊，连白眼都不给，视若无人呐。在狄仁杰面前，张昌宗啊，估摸着都不算个人。狄仁杰是相当的厌恶。狄仁杰稳稳当当往那一坐，武则天看着狄仁杰呀，那比张昌宗啊顺溜多了。武则天看狄仁杰的眼睛，那不是说像看张昌宗的眼睛一样。武则天这个人爱才呀，尤其对狄仁杰敬重有加。看狄仁杰的眼神，那是一种对待知音的眼神，那是一种对待一个国家的肱骨大臣的眼神，对待一个有才有能有贤有德之人的敬重的眼神。武则天看看狄仁杰，点点头。郭老啊，自打您了结了韩沟一案，回到神都，已经有1月多了吧？可是你我君臣呐，今天还是初次晤面呐！武则天呐，向狄仁杰寒暄了一句，说完话一边乐呀，一边瞟了张昌宗一眼。一看着张昌宗啊，仍然坐在那里，面色铁青，那脸呐拉得更长了，身子骨啊都有点打颤了。武则天一看也怪，你看这张昌宗啊，平常啊嚣张的不得了，在武则天面前都说一不二，但是呢，一见到狄仁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啊怎么就跟怕毛鼠似的呀？这么没出息，还那么紧张，你紧张干嘛呀？其实张昌宗啊，他自己都不明白，每一次见到狄仁杰呢，是又恨又怕呀。张昌宗经常听人说，这个狄仁杰呢，在别人面前呢有说有笑的，非常和蔼，好像每次见到自己呀，都面若寒霜，从来呀不露一丝笑容。也不是说没露过吧，也露过，但是一旦是对自己露笑容啊，那还不如不露呢。怎么越对自己笑啊，自己的心里越没底？这感情就是所谓的邪不压正吧？尤其是上一次，被他羞辱的呀，想起来都生气，气归气呀，暗气暗憋吧，怎么不敢拿着狄仁杰怎么地？这个老狐狸呀，千千万万的别跟他玩心眼啊！据皇上说呀，这位可是天朝头一号的聪明人呐，你跟他玩心眼没有十足的把握呀。算了吧。但是啊，狄仁杰呀，你千千万万别落我手里，落我手里呀，我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呐！这张昌宗心里恨，但心里恨呐，紧不住身子骨，老是打颤，他还是害怕呀。武则天跟狄仁杰寒暄了一句，狄仁杰呢也得回答呀：陛下呀，连日来老臣听闻陛下圣体欠安，老臣甚为担忧啊。总算今天得见天颜，清见如常，臣心甚慰呀。狄仁杰说着话是语重心长，声音中自有一番恳切的情意。这种情意呀，可不是那种互相客气的情意，是能够让人听出来的。武则天一听狄仁杰说这话，心里头也不禁的一动啊。张昌宗呢，在旁边来气了，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为什么哼啊？因为张昌宗啊，他有点吃醋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啊见到武则天跟狄仁杰这么和蔼可亲的说话呀，他老是吃醋。他也知道人家俩人呐只是君臣之姻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忍受不了武则天跟狄仁杰这个感情那么好。一听这话呀，鼻子先哼出来了。你看他怕呀，怕也先哼出来了。哼，陛下呀，咱们这局棋您到底是下还是不下呀？啊，这张昌宗啊拖长了声音，发着嗲撒着娇来了这么一句。这一句呀还真够这狄仁杰受的，狄公差一点没吐了。武则天呢都有点不乐意了，受不了了。怎么心说话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我跟你说多少回呀？啊，咱们俩在后宫啊愿意怎么着怎么着，你这小孩子愿意在我身边撒个娇啊，发个嗲呀，撒个花啊都没关系。你在国家大臣面前你不能够这样啊，你这样让我往哪放啊？你得给我留点脸面呢。再者说了，你在其他大臣面前能这样，你在狄仁杰面前能这样吗？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怎么对待他你不知道吗？啊，每一次狄仁杰上朝我都不让他下跪呀，每一次下跪我都心疼啊，每一次我都搭把座，每一次我跟他说话他是客客气气的。为什么呢？我敬重他呀，他是个正人君子，你在他面前更不能这样了。武则天呐有点不耐烦了。不是已经下完了吗？你赢了。陛下，是六郎赢了，可是陛下您还没有打赏呢。张昌宗心说话，今天呢我非得给你们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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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武则天要和狄仁杰君臣对话，哪知道这个张昌宗啊他有点吃醋，打这个内心深处他呀看着这武则天对狄仁杰这么尊重，他就来气。他呢他又想搅和搅和，所以他一直在旁边呢拉着武则天的后腿。人家君臣两个人正说话呢，他在那哼哼起来了。陛下，咱这棋呀您到底是下还是不下呢？武则天一皱眉呀，不是已经说了吗？你赢了，皇上都说你赢了，你就完事下去呗。哪知道这个张昌宗啊还在这往下说呢。陛下，我赢了，你还没打赏呢。你说这张昌宗啊也真没眼力劲儿，还在这里不肯罢休，还要赏呢。狄仁杰呢仍然是没看他一眼，就听他说话了。听到这里，狄仁杰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了。既然陛下有事，老臣就告退了。等等，武则天赶紧站起身来，把狄仁杰给拦住了。心说话，你可不能走啊！等一等，国老啊，朕还有事找您呢。这样吧，国老陪朕去花园走走，我有话对你说。臣遵旨。狄仁杰说着话也站起身来。武则天这个时候呢已经缓缓地步出了观风阁，经过这张昌宗身边的时候，武则天拿眼睛瞟了一下，袖子一拂，你去吧。遵命。这张昌宗啊咬着后槽牙说了一声遵命，然后慢慢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慢慢的抬起头，又不敢抬得太快，又不敢全部抬起来，只能抬着半截，眼睛往上瞥，使劲的往狄仁杰这个方向瞪，又不敢看见狄仁杰，狠狠的就这么瞪了两眼，运了三运，然后呢往后退了几步，一转身一跺脚，他走了。狄仁杰呢一直肃立在那里，竭力的克制着自己胸中翻滚的厌恶之情呢。这张昌宗这一切呀，他的声音，他的脸，他的姿态，都让这狄仁杰感到胃里发酸，恶心欲吐啊！因为他刚听说了
这女皇武则天刚刚册封了张昌宗云辉将军的称号。为什么册封啊？据说呀，都是源自这位那一具毫无瑕疵的身体。按现在话来说，那就是潜规则给潜回来的。狄仁杰对这种事儿最为厌恶了，对这个张昌宗也最为厌恶了。他在这张昌宗的身上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差不多同样年轻的身体上那一道一道深浅不一、形态狰狞的伤痕。人家为国出力报效，抛头颅洒热血，也没挣来如此的功名，你就凭着一具身体居然官居国家大员，实在是不公平啊！而且就在最近，那李元芳身上又添了新的伤痕，时至今日，伤痛时时还在折磨着李元芳啊。可是关于上个案子的奏折，恐怕女皇还没有读完就撇在一边了。狄仁杰想到这里，把眼睛一闭，微微点了点头。武则天正往外走呢，走了2步，发现狄仁杰没有跟过来，回头一看，发现狄仁杰神态有些异样。怀英啊，怀英是狄仁杰的字。陛下。狄仁杰赶紧的迈步跟上去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走上了御花园的甬道。力士和女官们远远的跟随着，君臣二人就这么默默的向前走着。武则天闷闷的自顾自己的往前走，狄仁杰呢一言不发的紧随其后。走着走着，突然武则天停住脚步，长叹了一声：转眼又是一年秋深呐。怀英啊，你看这花园，2月前还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现在却已经是叶落凋敝，真是时光如利刃呐。你说是吧？陛下，微臣所看到的却是新老交替，硕果迎风。就算是落叶凋敝，那也是归返大地，丰泽后代，所谓得其所在。怀英啊，你这个见解倒颇有一些新意呀。如果人人都能像你这么想，也就没有那么许多伤秋怀离之作喽。陛下，微臣的见解并不新鲜，微臣的见解只是承袭古来圣贤的教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臣所以懂得，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自有其来处，自有其去所。所以臣才不愿意做些无谓之感叹，而愿从容顺应于这更迭往复的自然之律。狄仁杰说到这里，抬眼皮，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下武则天的反应。武则天的嘴角往上翘了翘，拿眼睛瞥了狄仁杰一眼。说得好啊，怀英啊，朕明白你的意思。更迭往复的自然之律，你的意思是说，朕也应该走到了更迭往复的那一步了吧？陛下，普天之下均是陛下的臣民，后继者更是陛下的血脉，陛下的荣耀和威严上承自太宗天帝，下托于黎民苍生。这天底下至尊的荣威，必要有千秋万代的传承啊！其实这狄仁杰呀，就是借题发挥呀。那个意思呢，就是再次的提醒武则天，您别忘了您现在的地位是怎么来的，那是你接承老李家来的。这个天下呀，按说还是太宗皇帝老李家的天下，您呐，只不过暂时的带领一番罢了。等到一旦您有千秋之时，这个天下呀，
您还得必须传给老李家，因为你是受人家老李家的天下，你还得还给人家。另外呢，这老李家的人那也是您的血脉呀，无论是庐陵王李显还是项王李旦，那都是您的儿子呀。您不把皇位传给你的儿子，还能传给他人吗？这狄公向来是尊礼不排武，他跟有些人不一样打着拥护老李家的旗号，老是想把这武则天给推倒了。其实有很多人这内心都存在着私心都有自己的阴谋借着推倒武则天，他能够把握天下大权，能够控制老李家的天下。像这种想法的人多如牛毛狄仁杰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看到武则天乃是一代明君这武则天您别看是个女皇，那治理天下那一点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可以说在有些方面比这些男的皇帝那还强盛多得多呀。就拿一点来说吧，您历代所谓的明君，汉武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至于这武则天的孙子李隆基唐玄宗，或者是后边的一些所谓的明君吧，这些明君所谓的贤明的时候都在于他们的前期，越年轻的时候越贤明，越到老年越糊涂。你看秦始皇吧，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雄才大略，一扫六国，多大的气魄呀！到了老年完了又要长生不老，又焚书坑儒，又实行苛政，简直糊涂了。这汉武帝也一样汉武帝年轻的时候又打匈奴又实行推恩令，治理的国家蒸蒸日上。到了老来糊涂了，巫蛊之祸都好几回又杀太子，又杀皇后，折腾了一个乌烟瘴气那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这都不用说了，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有为，是有道明君。到了年老的时候都糊涂了，越到老年越糊涂，越到老年越昏庸。唯独这武则天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是武则天一大特色呀。武则天年轻那会儿，为了夺得权力不择手段杀大臣，杀李氏的子孙，任用酷吏来统治整个朝廷，好像是非常黑暗。那没办法呀，这不是武则天自己内心想要做的，为了争夺权力，为了巩固权力，不得已而为之可是等到这些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的时候，这武则天政治一下子清明起来了。可以说是越到老年，这武则天越清明，越到老年，武则天越有智慧。就这么一点，那就是那些所谓的具有大男子主义的反武者汗颜之极也正是因为如此，狄仁杰的内心对这一位女皇有一种崇敬之感，甚至有一种同情之感。所以狄仁杰是一直以来从来不反对武则天的，他拥戴和承认武则天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同时狄仁杰又念念不忘这天下是唐朝的天下，是李氏的江山，自己是李唐旧臣，匡扶唐氏乃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乃是为臣之大义所以狄仁杰他拥护武则天，但是否定武氏政权继续下去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狄仁杰始终认为武则天是唐氏的皇后，她的执政只不过是唐朝统治者的继续，还可以看作这唐朝无论是李显还是李旦这些孩子都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那现在既然他母亲非常厉害，他母亲能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让他的母亲暂设地位，统治天下，可以理解。但是最终
你武则天还应当把政权还给李氏子孙呢，也只有这样才合理呀。所以一直以来，狄仁杰呢始终不断的在武则天面前，只要是有时机，就给武则天进行敲打呀。你呀，应该把皇位传给你的儿子，应该传给李氏子孙，那才是你的血脉呢。你想传给武氏啊，那是取乱之道啊。不有那句话吗？狄仁杰一语兴堂啊，他曾经告诉过武则天，你把这个皇位啊传给你的儿子，那么你死之后呢，你儿子成了皇帝，那太庙里呀就会供奉你的牌位，你千秋万代都会享受烟火，千秋万代这老李家的族谱上都有你的名字。如果说你把皇位传给你那些侄子，传给武三思、武承嗣他们，这个就麻烦了。怎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呀，侄子家里的家庙中供奉姑姑的神位的，这不合情理呀。所以从这个血缘关系上，你当母亲的自然的是给儿子进了，两者相比取其重，你也得把你这皇位啊传给你的儿子。武则天也就是听从了狄仁杰这样的建议，才把庐陵王李显又重新召回到了京师，然后呢恢复了李显的太子地位，那也就等于昭示天下，等我千秋万代之后，我的皇位要传给我儿子庐陵王李显。这是狄仁杰为恢复唐氏做的一大贡献。但是你别看这庐陵王李显还朝了，这武则天呢仍然非常宠幸他老武家的人呢。这个天恩难测呀，你什么时候知道这武则天什么时候一高兴，他再把这庐陵王给贬了呢？这不够他办的呀。所以这个狄仁杰呢时不时的就当着这个武则天的面呀，找一切能够找的话题，就给这武则天呢提个醒，加深印象。你可得把你的位置传给你的儿子呀。你看今天呢，这武则天一说这秋天的情景，这狄仁杰马上两三句就把这个话题呀又引到了这个皇室传承的话题上来了。他告诉武则天呢，这天底下至尊的荣威，那必须有千秋万代的传承啊。武则天一听这话，心中说话，走马灯不叫走马灯啊，这又来了。是啊，至尊的荣威，至尊的荣威。武则天回头看了一眼狄仁杰，怀英啊，你说说看吧，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换不来一个青春永驻？至尊的荣威难道也抵不过一个生老病死吗？狄仁杰一听这话，陛下，生老病死是天数，至尊荣威乃人力，以人力敌天数，微臣以为不智啊。这狄仁杰马上把这武则天的话头给掐了。狄仁杰听出来了，武则天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呢？武则天心想你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能不能保持我的青春呢？我能不能也长生不老啊？如果我长生不老的话，那就不存在什么千秋万代的传承了，那我一个人当就完了呗。狄仁杰一听就明白了，坏了，这皇上动起了长生不老念头了。什么叫长生不老啊？哪里存在什么长生不老啊？哎，我的天哪，这历代多少君王就倒霉在这个长生不老上。那秦始皇那汉武帝等等等等，就因为寻找长生不老药，那被人家坑害了多少次啊！陛下呀，您可是一个有道明君呐，您可是个聪明不过之人呐，您心里可不能动这个念头啊！所以狄仁杰才向武则天劝谏，说生老病死那是自然规律，那是天数，至尊荣威这是人力。你觉得你是皇上就可以扭转乾坤，就可以使自己长生不老吗？这是以人力抵天数，
这是不明智的选择呀。狄仁杰一说这话，武则天惊异地看了狄仁杰一眼，把头一点。狄仁杰，你好大的胆子呀，你还真敢说呀。狄仁杰丝毫的没有避讳武则天的眼神，而是看着武则天一拱手，臣问心无愧。武则天呢，就喜欢狄仁杰这个劲儿啊。他点点头，把手一摆，好啦，今天咱们君臣不谈这些了。今天朕找你来呀，其实是为了你的事情。哦，狄仁杰一听，我的事情。是啊，淮英啊，近几年来你几次三番上表要求致仕回乡，朕都没有答应你，实在是因为国事纷杂，朕离不开你这个古拱之臣呐。蒙陛下错爱，老臣甚为惶恐啊。武则天又一摆手，但是这些年来，朕看天下昌平，边关宁定，百姓安居乐业，朕也倍感安慰。因此想到淮英你啊，多年来你狄淮英为国事操劳，以花甲之躯仍然四处奔波，身边无子孙一养，也比其他的老人少了一些静修的乐趣。朕实在是于心不安呐。所以呢，朕近日打定主意了，准许你致仕回乡，你就即日启程吧。狄仁杰猛然一听这话，当时愣那了。可以说武则天这番话呀，是狄仁杰万万没有料到的。确实不假呀，自己向皇上已经提出好几次要致仕回乡了，说自己年纪大了，这2年呢身体也不好，想回家养老去了。但是每一次这武则天呢，总是能够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就是不让狄仁杰走。所以这弄来弄去呀，狄仁杰很长时间就没再向武则天提这个事儿。没想到今天皇上怎么突然间向自己提出这事儿了，而且准许我致仕了，而且要我即日启程，一时不要耽误。狄仁杰本能的感觉到这里面有事儿，但是狄仁杰多聪明啊，一听武则天这么说，微微一愣，立刻镇定下心神，深衣倒地，微臣蒙陛下如此眷顾，惶恐之至啊。武则天赶紧的搭把手，把狄仁杰扶起来。狄仁杰又说，陛下实不该为微臣如此操心，致仕还乡是微臣多年来的心愿，今日得陛下降下天恩，许微臣了了此心愿，微臣感激涕零。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说着话，狄仁杰要跪倒，武则天赶紧的双手把狄仁杰给扶住了。武则天扶住狄仁杰，看了一眼狄仁杰，国老太过谦了，国老这一去，朕实在是不舍呀。只不过朕心再不舍，也不敢始终违逆国老的心愿呀。望国老此去，好自为之，多多珍重吧。狄仁杰这个时候也看了看武则天，颤颤巍巍地说，微臣明白。武则天把狄仁杰扶好了，扶稳喽，这才松手，然后又把手往下一叠，看看狄仁杰一点头，好了，我看就这样吧。这样说呢，朕也就不多留国老了，国老只需要把手中的政务做个交接，就可以择吉日启程了。到时候呢，朕就不去送了，以免伤感。是。狄仁杰又是一躬，那微臣就此别过陛下。陛下您也珍重。武则天点点头，狄仁杰退身刚想走，狄仁杰突然间又想起一件重要之事。
知识。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滨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武则天突然间赐狄仁杰致仕还乡，而且要求狄仁杰即日启程。君臣互道珍重之后，狄仁杰倒退2步，正要转身，突然间这狄仁杰呢，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又上前1步。陛下，微臣致仕之后也不需要卫队了，微臣这就将卫队遣返魏府。武则天一点头表示允可。按理说呢，狄仁杰就应该转身再走了，但是武则天一看狄仁杰呢，仍然在那里没动地方。白英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吗？陛下，臣还有件不情之请啊。你说吧。陛下呀，臣想恳请陛下，让臣能带着卫士长李元芳一同返乡。武则天一听到这个恳请，颇有深意的看了看狄仁杰。怀英啊，那李元芳虽然是国老的卫士长，但也是朝廷的牵牛卫大将军，国老此去不需卫士相随，我看李元芳也就该留在朝中继续为国效力。不知道国老要他随你一同返乡，是何道理呀？微臣明白，只是元芳与微臣相伴10余载，情深义厚，如同父子，微臣着实不忍与他分离呀。可是李元芳并不够致仕的资格呀，如果他非得要陪你返乡的话，难道你要李元芳辞官不成啊？看来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那你是不是也该问问李元芳他自己的意思呢？不必了，陛下，微臣心中有数。武则天一摇头，怀英啊，你这个请求恐怕朕不能答应你呀。李元芳是朝廷重臣，朕还要用他呢，朕不会准许他辞官，朕也不会准许他与你共同返乡。狄仁杰这个时候就觉得太阳穴突突的跳个不停，他有点血压上升。但是狄仁杰告诉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狄仁杰定心神，这才再次开口：陛下，狄仁杰是大周的臣子，李元芳是大周的将军，我2人的生死都是陛下的，也是大周百姓的。为了陛下和大周，我们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啊！然而今天老臣有这一请求，实在是为了邗沟案中李元芳身受重伤，至今没有痊愈。这次返乡，老臣想趁机带他去休养一番。滨州还有老臣相识多年的名医可以为他调治。老臣可以保证，一旦李元芳身体复原，老臣即令他回返神都，为陛下效力。怀英啊，这朕就不明白了，你自己不就是大周朝的国手吗？普天之下论医术能及你狄仁杰者，朕还没有发现呢。为何李元芳的伤势需要另请名医呢？陛下圣明，岂不闻医不自治的道理？医者是不治至亲之人的。武则天听到这里，他沉吟片刻，最后终于把头一点：好吧，都说你狄仁杰把这李元芳视为己出，今天看来还真是舐犊情深呐。如果朕再不答应你呀，
倒显得朕不通人情了。好吧好吧，就让这李元芳随你一同返乡吧。不过呢，朕有个条件，3个月后李元芳必须回京复职。在这3个月当中，暂时保留其检校牵牛卫大将军之职，但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停发俸禄，官平上交卫府。在3月返京后再另行驱除。给这李元芳啊来了一个停薪留职。狄仁杰一听此言呐，哎呀，万分高兴啊！臣代元芳叩谢陛下隆恩。好了好了，免礼吧。白英啊，再过2个月呀，就是新年了，又恰逢你的寿辰，你回乡好好的庆祝一番吧。朕到时候自然也会有厚礼相助。好啦，你去吧，一路上千万珍重啊。狄仁杰听到这里，这个时候一了衣襟，没有等武则天反应过来，扑通就跪倒在地，眼含热泪，叩头不已。陛下隆恩，臣感激涕零，虽肝脑涂地，无以回报。老臣去了，陛下您可要千万珍重，珍重千万啊。武则天看看地上的狄仁杰，想俯身再次把狄仁杰搀扶起来，可是身子往下一哈，武则天又停顿在那里了，然后慢慢的把身子挺起来，眼睛微微的一闭一咬牙，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缓缓离去。狄仁杰仍然跪在那里，跪了许久，几缕白发从狄仁杰的帽檐下探出来，在秋风中抖抖嗦嗦。他低着头，一片枯叶飘飘荡荡的，正好落在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这个时候才晃摇着身子站起来，他突然间感到从来未有的悲凉，感到从来未有的空荡。这一切呀，来得太突然了，让狄公啊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周密的思考，几乎完全凭借本能做出了判断，并且下了赌注。可是太突然了，狄仁杰自己都不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局棋，而棋屏的对面又是何人？他就觉得一阵鲜明而不祥的气氛油然而生。他第一次不敢肯定今天自己的言行究竟是对还是错。狄仁杰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晃动着年迈的身躯走出了皇宫。这个时候天色都有些擦黑了，皇宫外边自己的家奴狄春呢，正在那里等着自己呢。一看老爷出来了，狄春赶紧的迎上前来，扶着狄仁杰就往这马车中送，一边送一边还嘟囔呢：老爷呀，您说下回小的能不能不穿这件袍子呀？我现在都没法见人了，我在这等着您，我这哪是等着您呢？我这分明是在这里呀做展览呢。狄仁杰没听明白什么叫做展览呢？嗨，就差卖票了。狄仁杰一听，你这小子说话怎么颠三倒四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呀？老爷呀，我这不是在这里呀，被人当怪物都瞧了一整天了，还不是因为您赢的这件袍子呀？哦，狄仁杰一愣，这才看清楚，在狄春身上穿的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羽缎秋衣，只不过这件秋衣呀，是用羽毛做成的。你想想，用羽毛做成整个人穿的这个衣服，得多少根羽毛啊？而且都是精挑细选的珍稀鸟类的羽毛。不仅是珍稀鸟类，你这珍稀鸟类多了，那长得不好看的也不行。这羽毛啊，光彩斑斓，一身衣服7种色啊，赤橙黄绿青蓝紫，被太阳光这么一照啊，7种色混合在一起，那简直是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彩霞呀。就这件衣服，
你拿到现在，起码来说价值100万呢，那还得说是拍卖的起价呀。你有银子没地方买去。说那么好的衣服，狄春怎么还不穿呢？这衣服啊，它也分谁穿。有些衣服您看着漂亮，穿在模特身上，呵，这个美，您买去吧。穿在自己身上啊，未必怎么地。怎么？他这个身材不一样，相貌不一样，身份不一样，风度不一样，行为举止不一样，它都影响着一个衣着在这个人身上的效果呢。这狄春说白了，那就是个家奴啊。家奴穿那么漂亮的衣服，他当然别扭了，所以呢，他就不自在。那这位说这狄仁杰也太富了啊！家奴都穿这么价值连城的衣服，这衣服啊不是买的，人送的，受贿也不是送的，那怎么来的呢？赢的，说白了赌的。这狄仁杰也赌博呀啊，小打小闹，反正是啊，也是逼的。怎么逼的呢？你看说这话呀，是今年春天的事儿。岭南那个地方啊，给女皇武则天进献了一件宝贝。什么宝贝呀？一件球衣呀。球衣多少号？10号前锋，1号守门。武则天要来个铿锵玫瑰，不是那个球，哪个球啊？五花马千金裘的裘，裘皮大衣那裘。这件衣服啊，名字就叫做极翠裘。为什么叫极翠裘啊？咱说了，这件球衣呀，太特殊了，是用100多种鸟的羽毛织就而成的，呵，太漂亮了。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展开一看呐，哎呀，爱不释手啊，赶紧命人服侍着自己，就把这件极翠裘穿到身上了。走到铜镜前边，对着铜镜这么一看呐，呵，这件衣真好看，根根羽毛锦鳞片，金丝牵银线连，巧工造就霓裳缎，孔雀毛为表面，碧绿晶莹蓝湛湛，仙鹤羽牵一边，朱雀衣摆红艳艳，雉鸡翎2尺3，飘挂领后随身穿，天鹅绒做内胆，细腻光滑软绵绵，夏天解下避酷暑，冬季扣上御严寒，百鸟锦羽极翠裘，价值连城是罕见。就这件极翠裘啊，那真是宝贝呀，光华四射，五彩斑斓呀。武则天一看呀，这么漂亮的衣服，嘿，赶紧脱下来了。怎么脱了呢？不是漂亮吗？漂亮分谁穿呢？武则天是谁呀？大周天子，一代人王地主，能说沾一身鸟毛上朝吗？这跟花大姐似的，太不庄重了，有失国体呀。所以呀，这件衣服漂亮是漂亮，不适合她穿。那怎么办呢？也不能扔了呀，干脆呀，赐给自己最心爱的人吧。咱说了，这武则天呐，好几个心爱的人呐，都是她的面首。面首啊，就是男宠，其中最喜欢的那就是张氏兄弟，张易之、张昌宗，被人称之为二张啊。这二张中他最喜欢的，咱说了，张昌宗。这张昌宗长得好，莲花六郎呢，而且史书记载呀，说这个人身上啊一点伤疤没有。你看，你说哪个男的身上没有一点伤疤？你说我没有，你没有啊？你种过豆没？种过豆你就有。没有说哪个男的身上一点伤疤没有的，人家张昌宗就没有。这一身呐，那可以说是无瑕的身体，所以武则天呐非常宠爱，觉得呀这是神仙赐给自己的一个金童玉童，你看长得多好，
没有半分缺陷呢。所以这武则天呐，对着张昌宗是言听计从。张昌宗在武则天面前说一不二，他也就仗着武则天宠幸他。这小子呀，非常的猖狂，王公大臣、三公九卿都不放在眼里，在神都洛阳啊，那简直是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啊！这大臣们都不敢得罪他呀，还有不少的谄媚之徒，溜他的须，拍他的马，走他的门子，与他结党营私。武则天知道不？知道，能不知道吗？但是武则天呐，对他爱呀，睁只眼闭只眼，怎么宠他吗？要不你看今天看到这件击翠球，又想起张昌宗来了。看了看旁边的张昌宗，六郎啊，朕把这件球衣呀，就赐给你了。哎呦，谢陛下！张昌宗啊，可高兴坏了，赶紧接过击翠球穿到身上。嘿，要不说嘛，人趁衣服马趁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就这件衣服击翠球穿在人家张昌宗身上，太漂亮了，就好像给人家定做的似的。哎，很合身呐。本来张昌宗长得就好，再这么一穿上击翠球，嘿，那简直成武男了，就差个钢管了。可武则天喜欢呢。好，漂亮，酷毙 very beautiful。 这武则天高兴的都说外语了。你以后啊，就穿着它陪王伴驾，六郎遵旨。嘿，就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咱说了，本来这张昌宗平常啊就猖狂的没边儿，不把群臣放在眼里。这么一来呢，更厉害了，穿上击翠球满神都逛的，在这文武百官面前呢摆货显摆。瞧见没？这是岭南进贡来的国宝，叫击翠球，天下独一无二，皇上不舍得穿，赐给我了。满朝文武那么多人，皇上怎么不赐给呀？单单赐给我呀。这就看出来我在皇帝心中的位置了，谁也比不了啊。这些官员们呐，谁都不敢得罪他呀，还得溜须拍马，随声附和。对，是，您是谁呀？谁能跟您相比呀？您就是咱们大周朝的呀，这大牛人啊！一转脸，呸，这么鸟人一个嘛，敢怒不敢言，敢恨不敢骂呀。可人武则天喜欢呢，天天就让张昌宗穿着击翠球陪王伴驾。单说这么一天，武则天呢又让张昌宗穿着击翠球陪着自己呀，在上阳宫后花园的凉亭中玩游戏。玩游戏呀，什么游戏？魔兽世界、植物大战僵尸。这估摸着呢，那年头也没有。干嘛呢？下棋，双陆棋。这可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游戏呀。说是棋，其实啊，就是那么一种赌具，有棋有子，还有骰子。玩的时候呢，这双方呢还都有赌注。这君臣两人呢，正在这里玩双陆呢，正玩的高兴呢，有力士禀报。这力士啊，就是宦官。启禀陛下，狄国老有要事求见。武则天一听说狄仁杰来了，赶紧站起身来，说了一声有请。再看这武则天呢，正冠斗袍，把发髻整理整理，等着狄仁杰。你看这武则天呢，对狄仁杰多么尊重吧。时间不大，力士领着狄仁杰就到了凉亭中了。狄仁杰见驾之后，武则天给狄仁杰赐座。武则天就问了，国老有何要事啊？有这么一件事，君臣二人呢，就在这里商讨起国家大事来了。现场办公，
没过多久啊，就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完了。武则天做了批示，狄仁杰呢领命起身。既然如此，老臣告退了。说着话，狄仁杰转身要走，国老勿急。武则天呢给拦住了。国老啊，你终日为国事操劳，难得休息。既然来了，干脆与昌宗玩玩双陆，以作消遣。让狄仁杰呢给这张昌宗啊下棋。这狄仁杰还没说什么呢，张昌宗一听张昌宗啊撇了嘴了。咱说了，这张昌宗啊见到狄仁杰他就犯毛病，浑身不自在，脸色也泛白，浑身还发抖。武则天一看，怎么了这是？每次见到狄国老，你怎么都这样啊？武则天也知道狄仁杰这个人呢自重自爱，从来不与朱武二张往来。狄仁杰这个人非常正直，非常清白，打内心里恶心这些人，瞧不起这些人。武则天呢也想从中给调和调和。干嘛呢？都是朕的爱臣，是不是？你们呢团结一致多好和谐嘛。这样吧，你们俩下棋吧。狄国老，你过来坐这儿，跟着昌宗一起玩玩双陆。这个棋有意思，玩一玩，加深两个人的感情嘛。朕就在旁边看着，好不好？来，让狄仁杰给这张昌宗下棋。狄仁杰呢看见张昌宗就恶心，另外自己什么身份呢？自己乃一国之宰相呢。张昌宗是什么人呢？那是个面首，说句难听的话，没转正的小三儿，能和我堂堂的国家总理坐在一起吗？所以狄仁杰非常不乐意。但是亡命难违呀，这是皇上说了，你不能不给皇上面子呀。老臣遵旨。狄仁杰呢只好勉为其难的坐下了。武则天一看好，能坐下就好。我给你们俩摆棋武则天成服务员了，给这俩人呢把棋盘摆好，把棋子儿给码好了。你们下吧，朕就在旁边看着。朕呢给你们俩当裁判你们下这棋有什么东西作为赌注咱没说嘛，这棋就是一种赌具，你得带点彩用什么做赌注狄仁杰一听此言，微微一笑，要赌就赌他。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滨州迷雾》。女皇武则天突发奇想，想给这狄仁杰和这张昌宗这二张势力之间调和调和。你们都是朕的爱臣，何必平常横眉冷对的呢？对不对？大家和谐和谐，都为朕所用嘛，对吧？不必要那样，你们都是同僚嘛，同僚那就是能够坐下来一起聊，那才行呢。今天有个好机会，正好我这有个棋盘，又都没事儿，你们两个人坐在这里好好的下这么几盘棋，在棋上加深友谊。朕我就做中间人就做裁判，就做这服务员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和睦的玩那么几把，我就高兴了，好不好？这武则天她一厢情愿呢。其实这下棋的两位这心里可别扭的。这张昌宗一见到狄仁杰，他就浑身不自在。这个脸本来挺好看，现在拉成驴脸了，满脸的这五官都挪移了都，在那里哆哆嗦嗦，老咽唾沫，时不时的看看武则天，那意思皇上咱别跟他玩了，跟他玩干嘛呀？咱俩玩多好武则天瞪他一眼，你懂什么呀？
暗地指指狄仁杰，那意思呀，你呀得给他搞好关系，省得以后啊你有什么事被他抓住，咬你一口啊，哼，朕都保不住你。我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机会，你得利用啊。张昌宗那意思，你陛下，那我下不过他呢。武则天给他一使眼色，怎么下不过呀？有朕在嘛，朕不是裁判吗？啊，裁判，那得是亲三分像啊。哎，咱俩亲，咱们俩呢对付他一个，肯定能对付得了。你担心什么呢？就是玩儿，朕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机会，你得把握住了。好吧，这张昌宗啊挺不自在，狄仁杰更不自在呀。狄仁杰烦着张昌宗，腻歪着二张啊，对他们从来不正眼看一眼。在狄仁杰眼中啊，他们根本就不算人呐。狄仁杰心说话，我是谁呀？啊，大周朝的宰相，堂堂的国家总理，这张昌宗啊，那就是一个没转正的小三儿啊，让我跟他下棋，跌份呢这玩意儿。但是没办法呀，亡命难违呀。武则天说话了，你不能驳面子呀，勉为其难。这狄仁杰呀坐这了，狄仁杰往那一坐呀，人家是正襟危坐，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儿啊都不往上燎，根本就不看一眼张昌宗。张昌宗在对面啊，拿眼睛直瞟武则天，那意思呀，接下来怎么办？武则天说接下来下棋呀。武则天看了乐了，我老啊，昌宗啊，下这双陆棋呀，得有点赌注。你们看以何为赌注呢？啊？武则天呢，还是先看了一眼张昌宗，先向张昌宗询问。一看张昌宗呢，面色铁黑，根本的呀都不敢说话了。武则天一看这个没出息的样啊，又看了看狄仁杰，狄仁杰呢眯着眼睛瞧了一眼对面的张昌宗，一看，咱说了，张昌宗今天穿的是击退裘羽毛球衣呀。狄仁杰一看呢，心说话，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老是有人向我打报告啊，说岭南进献给皇上一件击退裘，乃百鸟的羽毛编织而成的，是一件无价之宝。皇上呢把这件裘衣呀就赐给了张昌宗了。张昌宗穿上这件裘衣之后是不可一世啊，满神州洛阳到处炫耀，逢人就说，遇人就讲，说什么皇上眼里第一位的就是他，什么王公大臣，整个大周朝的文武都不如他之类的话语，猖狂的很呐。有很多老臣呐都向我问计呀，说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击一下这张昌宗的嚣张气焰。可这些天来国事繁忙，我一直也没看到张昌宗穿什么击翠裘，今天这是第一次看见。甭问了，这张昌宗身上所穿的肯定就是击翠宝裘了。狄仁杰心中好笑啊，心说话，圣上啊圣上，我谢谢你，怎么谢谢你今天呢给我这个机会，否则的话我想让这张昌宗脱这件击翠裘啊，我还真得动点脑筋，找点机会呀。你看今天呢这机会多好啊！圣上你给我创造了，那我可不能把它放弃。张昌宗你这身衣服也穿到头了，我今天
就让你给我乖乖的脱下来。我让你诓，你诓没好处。狄仁杰一生气呀，把赵丽蓉的名言想起来了。一看皇帝问自己以何为赌注，狄仁杰微微一笑，冲武则天一拱手：陛下，你看如此可否？我们以3盘赌输赢，3盘皆胜者为赢。好啊，国老以何作为赌注呢？狄仁杰笑了。狄仁杰这么一笑啊，对面的张昌宗啊，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战。再看狄仁杰一抬手，指了指张昌宗，就以昌宗所依毛球为注。哦，武则天看看，好，国老真乃好眼力呀！昌宗所依毛球，那是岭南进贡的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啊！以此为注，可见国老的眼力非一般人所能比呀！那国老，您以何为注呢？是啊，俩人打赌吗？我问你以何为注，您别光指人家呀。你把人家的赌注给指定了，你说你自己以何为注啊？这武则天心里头啊也暗自发笑，心说话：狄仁杰呀，你呀自找难堪。怎么？你看你指什么为注不可以呀？你非得指人家身上所穿的那击翠球。我说了，那是价值连城的宝衣呀。你让人家拿那击翠球作为赌注，你得找一件跟人家一样的对等的东西呀。武则天心说话：狄爱卿就您啊，狄老仙儿，天下第一抠门宰相，一个馒头你掰3瓣吃，你家里哪有什么东西了啊？你这人呐，又不收贿赂。平常我虽然赐给你不少东西呗，但是我往往赐给你的呢，都是些意义非常重大的，像这些金银贵重的东西，我一般不赐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呀，赐给你就等于侮辱了你，我尊重你，所以你手上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你没有值钱的东西，你拿什么跟人家这击翠球同等的作为赌注呢？你这不自找难堪吗？所以武则天呐，心中发笑，看看狄仁杰：国老啊，那你以何为注呢？狄仁杰微微一笑，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老臣以此袍为注。武则天呐，突然间笑了。哎呀，国老啊，你可能不知道吧，这件击翠球可是价值连城啊。武则天这言下之意，狄仁杰呀，你这件袍子能值几个钱呢？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你这件袍子呀，还是2年前朕赐给你的那件，你一直没舍得换呢。这下100呀，有地方都打补丁了。就您这衣服拿到街面上都没人买，就算有人买，给你2两银子，行了吧？你怎么能够给人家这件价值连城的击翠球相比呀？你不对等啊！哎呀，郭老啊，您说笑了吧？你让人家昌宗用人家的价值连城的衣服，与你这件普普通通的官袍共同作为赌注。哎呀，郭老啊，是不是
有些不相等啊！武则天这话音刚落，狄仁杰噌的一下子站起身来了，正色言道：“陛下诧异，你错了。”武则天一听，何出此言呢？陛下，老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依，乃陛幸宠遇之福，对臣之袍，臣有泱泱啊！狄仁杰这句话呀，够厉害的，把这张昌宗可骂苦了。他说什么呢？狄仁杰告诉武则天，你说两个不对等啊，说的是不错，但是不对等的是他的那件羽毛吉翠裘比不上我的紫袍，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我的紫袍是什么袍啊？我这是官服，这是工作服，这是国家的一种象征，这是在朝堂之上奏对所穿的衣服，我只有穿上这件衣服，才能够面对陛下，能够站在朝纲之上，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衣服。张昌宗穿的什么呢？吉翠裘，价值千金，岭南进贡，那有什么呢？穿在谁人身上呢？穿在一个必幸宠遇之人身上，说白了，穿在一个面首身上。再说白了，那是脱衣舞男穿的衣服，能够给我这官服相比吗？我现在不嫌弃他，能够让他的衣服和我的衣服一起作为赌注，一起平等的在这里赌博，都够对得起他了。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都不踏实，所以臣忧泱泱啊！我这心里头还不情愿呢，你就别在这里再替他说话了。好。武则天一听啊，我也甭说话了，反正是你狄仁杰呢舌尖嘴利，我也说不过你，赌吧。就这样啊，狄仁杰给这张昌宗就在这里对弈下双路。你想想，这张昌宗怎么会是狄仁杰的对手啊？这甭管说是讲技巧，讲心理素质，这都不行啊。那不是还有武则天在那里支援他吗？帮衬着他们。你再加8个武则天，那也不是一个狄仁杰的对手啊。一连3盘，没一盘赢的，全输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哈哈一笑，把双路一推，站起身来，把手往张昌宗面前一伸，那意思啊，拿来吧。喂，张昌宗一看呢，这一个字都不愿意给自己说呀，愿赌服输吧，当着皇帝面看了看这武则天，武则天也没办法呀，你不能食言呢，你们俩赌博你输了，谁让你输了呢？脱吧。这张昌宗啊，咬着后槽牙，发着狠，把这件吉翠裘脱下来，放在狄仁杰手中。狄仁杰用手掂量掂量，朝武则天一施礼：“陛下，老臣告退了。”您慢走，常来哈。武则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来这么一句，张昌宗气的别常来了，再常来内裤都没了。这狄仁杰呢，哈哈一笑，拖着这件吉翠裘是扬长而去。走出宫门之后，这狄春正在这等着狄仁杰呢。狄仁杰一看狄春穿着一身青色的普通的家奴的服装，狄仁杰一伸手：“狄春呐，这件好衣服归你了，给我披上了它。”说着话唰就扔给狄春了。狄春赶紧接过来一看，嚯，这么漂亮！狄春开始还真乐意，这么漂亮的衣服你给我了，穿上了它。好，这肯定漂亮，赶紧穿上。狄仁杰还着补了一句：“以后就穿着这件衣服跟随于我。”您放心吧，这么漂亮的衣服再也不脱了。好，这狄春呢穿上了。开始这几天呢，狄春挺美。这衣服多漂亮！逢人呢都炫耀，你看，这是我家老爷赢的一件衣服，据说呢是从岭南进贡过来的，给我穿上了，你看看这真好。
很多人都围观呢。为什么围观呢？不是说这衣服好，大家都知道这件衣服是狄国老从张昌宗手里赢来的啊！狄国老反手把这件衣服给自己的家奴穿上了。嘿，张昌宗啊，张昌宗，看你还有什么脸？在人狄公心里头，你呀也就配给人家当家奴，当家奴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前2天你看看你呀，到处炫耀，炫耀什么呢？现在披在人家狄公家奴身上了。嘿，哎呀，可出了大家一口恶气呀！狄仁杰此举大大挫了二张的气焰，他把这件珍贵的击翠球给家奴穿用的行为，不仅是对二张这类人轻蔑的表示，而且也是狄仁杰的价值观以及高洁品格的生动反应啊！这种不与宠幸同流合污、保持清白、自重自爱的风骨，那不仅是狄仁杰呀，也是千百年来咱们中华民族中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人格特征啊！不过呢，这狄春呢穿了几天之后，发现不对呀，大家怎么用那种眼神看自己呀？甭管到什么地方去，好嘛，大家都像看怪物似的，指指点点，也知道人家指点的不是自己，肯定在嘲笑张昌宗呢。那自己呢，那也不能跟怪物似的，天天让人看呢。再者说，这件衣服开始看挺漂亮的，这越穿呢越觉得太花哨了，不是啊？这是不是像伪娘啊？这玩意儿啊，他不乐意穿了。尤其今天狄仁杰进宫了，这狄春呢就站在这里等着。结果呢，时间不大，围一圈人都来参观，都来观看。哎呀，闹得这狄春呢，你说躲吧，上哪躲呀？啊，躲出去了，一会老爷回来了呢，找不到自己了。躲到车里那不行啊，老爷坐的车呀，自己怎么能坐呀？那不躲吧，不躲就得供人参观的。哎呦，实在是不愿意供人参观的。这赶马的车夫啊还气人，还开着狄春的玩笑。哎，大管家，您说我要是把我的帽子往这一放，是不是今天呢我得挣个10两8两的？去，别在这里掺和了。狄春气的就我回去就得把它烧了。你敢呀？那可是老爷给你的岭南进贡的宝贝呀！是什么宝贝？宝贝，我一会儿给你穿，我不穿，我赶马的，我是马夫，你是鸟人，咱俩正好对仗啊！去你的！这俩人还吵起来了。所以狄仁杰一出皇宫啊，这狄春赶紧的就向狄仁杰告饶了。老爷呀，我能不能以后不穿这件衣服了？狄仁杰一看，狄仁杰是捧腹大笑啊！好啊，以后你不用穿了，以后再也不用穿了。狄春呐，回府之后你就把它烧了吧。好嘞。狄春一听可高兴了，我现在就脱了它。赶紧的呀，把这件击翠球给脱了。一边脱还说呢，老爷，小的回去就把它烧了。这袍子上啊，一股子又甜又酸的怪味儿，烧了才干净呢。好，赶紧回府吧。就这样，狄仁杰上了车，然后就回归相府。到相府之后，吃过晚饭，狄仁杰又办了一会儿工。这个时候夜就深了，2更已经敲过了。狄仁杰仍然在灯下翻阅着面前的公文。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一杯香茶就递到了自己手边。狄仁杰伸手就把这杯香茶端过来，喝了一口，也没抬头，就是微微笑了一下。元芳啊，今天回来就没看见你，现在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呀？原来进屋的正是李元芳。李元芳脚步轻得很呐。李元芳一听，大人，下午圣旨来过了，卑职接了旨就去魏府交割了。卫队那一帮兄弟们呢，硬拉着我喝了践行酒，刚刚才散呢。狄仁杰这个时候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李元芳，这么快，圣旨怎么说的？李元芳疑惑地看看狄仁杰，圣旨上说，陛下已经准了大人致仕返乡，即日启程啊，而且还命令卑职即刻遣回卫队和军头，关平交还魏府，随时办护大人回乡。大人，这些您都知道了吧？今天皇帝就是为了这件事召您进宫的。
皇帝确实是为了这个招我进宫的。那么元芳，现在我倒想问问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待的？我呀，大人，您和皇帝商量好的事情，我能怎么看呢？大人呢，您年事已高了，本不该再太过操劳。这回皇上开恩准了您治事，您就该高高兴兴的回家吧。我当然是如此了。那么你呢？狄仁杰这个时候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然后时不时的看看李元芳。李元芳低着头，目光跟随着狄仁杰的步子。大人您去哪，我就去哪。李元芳话音刚落，狄仁杰歘的一转身，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胡说！你是朝廷的牵牛卫大将军，不是我狄仁杰的私人卫属。你的职责在朝廷，在大周，而不在我狄仁杰。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滨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狄仁杰告诉李元芳说：“我要致仕返乡了，你打算怎么办？”李元芳说：“大人你去哪，我就去哪。”狄仁杰听完这话，把脸往下一沉，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说：“元芳啊，你别忘了，你是朝廷的牵牛卫大将军，又不是我狄仁杰的私人卫属。你的职责在朝廷，在大周，而不在我狄仁杰呀。”李元芳说：“大人啊，今天卑职已然交出了大将军的官凭，此时此刻，元芳已经不是大周朝廷的大将军了。元芳跟随大人这么多年，看得十分明白，所谓权位官职，欲夺欲取，就给你不给你，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句话。为国效力本来就是军人的本分，也是元芳我的心愿。无论朝廷授给我大将军或者不授给我大将军，只要朝廷有难，我就一定会尽我军人的本分。所以在元芳看来，保护大人，协助大人，都是为国效力，绝不单单是做您的个人卫属。因此大人啊，您需要元芳一天，元芳就为大人效力一天。如果说哪天大人不再需要元芳了，元芳我自会向朝廷请命去镇守边关，有朝一日为保家卫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才是元芳理想的归宿。狄仁杰听到这句话，狄仁杰的心在微微的颤抖。李元芳这个人平日里沉默寡言，很少像今天这样对自己剖白心意。狄仁杰心说话，今天元芳是怎么了？看看元芳的脸，如同一潭静水一样，非常的平静，好像什么话都没说过似的。狄仁杰一皱眉，把心一横，心说话，今天这个话呀，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形势所迫，看来今天不得已，我要逼他一逼。想到这里，狄仁杰一点头：“元芳啊，你所说的也有些道理，只是以今天你我的身份，不论做任何的决定，都必须要详加斟酌。你来想一想，我要求致仕归乡这么多年，圣上始终不准，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就准了呢？这背后的原因，元芳啊，你想过没有？还有，过去圣上也曾恩准我以贤官身份在武平奉养，并特封你检校大将军职，伴我身旁。可是这一次，本来陛下是根本不允许你和我同行的，只在我几番的恳求之下，他老人家最后才答应你随我归乡3个月，还要免去一切实际职务。你想过没有？这又是为什么？李元芳一听狄仁杰说这些，当时他愣住了。他看看狄仁杰，
狄仁杰这个时候瞥了李元芳一眼，本来狄仁杰呢也没打算让李元芳回答，而是自己把这个话继续说下去了。我们办完韩沟府传案，回京已有月余，皇帝虽有褒奖，但却始终未曾亲自召见过你我，这完全不符合他的个性啊。当今陛下的精明谨慎本就世所罕见，对于像盐铁漕运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从来就是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的。然而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陛下疏于朝政，懒问世事，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呐。李元芳一听，卑职倒听说陛下近来龙体欠安，所以无法过问朝政啊。哼，龙体欠安，可今天我见到皇帝了，他的精神好得很呐。大人，那您到底想说什么？元芳啊，别着急，来，坐下。狄仁杰亲切地拉着李元芳，就挨着自己坐在身旁。李元芳往下一坐的时候，狄仁杰突然间看看李元芳，今天魏府张环他们托你喝酒了。啊，是啊，大人，他们托我喝酒了。那你有没有吃亏呀？怎么会呢？就他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啊。他们是打架打不过我，喝酒也喝不过我呀。不错，可是我为何闻不到酒气呢？大人呢，卑职一回来就去更了衣了，才到您这来的。卑职怎么敢让酒气熏污了您的书房呢？咱们的李大将军果然是精细呀。李元芳朝狄仁杰一笑，大人呢，您别光顾着说我了，您再这么兜圈子，我的头都疼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狄仁杰呢轻声地叹了口气，元芳啊，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本就不该喝酒啊。现在怎么样了？我没事，大人，您还是说正事吧。狄仁杰长出了一口气，然后面色严肃地说，元芳啊，你我心里都很明白，皇帝疏于朝政，并不是因为身体有病，而是因为他越来越沉迷于男色婢宠而无法自拔。今岁以来，他先后受封张氏兄弟侍郎之位和将军之衔，又监控贺府，广揽天下男色。而他这样做，无非是对年华老去的恐慌和圣龙威严的眷恋。你知道吗，元芳，作为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老人，有些时候我尚可以理解他，但是作为一个臣子，我却无法认同他的行为，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呐，他是当今的皇帝，他的所有行为都会给朝廷乃至整个大周带来深远的影响，他实在不该如此放纵自己的欲望啊！如今二张败将风轻，仗势欺人，狐假虎威，做出了许多令人齿冷的可耻行径。更可恨的是，他们在原来就纠结不清的李唐和武周的矛盾当中，添加了又一股势力，使得局势更加纷繁复杂，混沌不清了。再加上某些想趁渔翁之利之人纷至沓来，妄图从这趟浑水里取得各自的利益。今天的大周形势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凶险。李元芳一听，大人呐，那二张只不过是面首而已，难道他们会对光复李唐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吗？元芳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小瞧面首啊！历史上不是没有从面首出身最终篡夺权位的例子啊！而且正因为他们是面首，无才无德，没有任何根基，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蒙皇帝的恩宠，而当今的皇帝又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呐，
所以他们才会更加焦虑，更加急迫的要取得权力。他们的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趁着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巩固他们的地位，那么一旦皇帝宾天，等待他们的恐怕是比死亡还要恐怖凄惨的命运。元芳啊，种种迹象都表明，最近这几个月来，这二张四处勾连，招兵买马，加紧活动，似乎正在酝酿着一个庞大的计划。而今天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应该正是这变化的一部分呢。李元芳一听啊，还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大人，您的意思是说，是这二张促使皇帝准您致仕归乡的？暂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么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皇帝终于下定决心让我致仕了。这一定与最近朝廷里这些势力的此消彼长有密切的关系。在过去这些年里，皇帝对我不是没有猜忌，没有顾虑，但根本上他还是信任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他始终不允许我致仕，甚至在我辞官武平之时，他也依然允许你陪护我的身边，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还是相信我能够为他分忧，而你又恰恰是我最得力的臂膀。所以这些年来，他对你也一直恩宠有加。可是元芳啊，你要明白，当今皇帝是个十分多疑之人呐，他老人家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之间勾连朋党。因此我行事一直十分谨慎，从不与朝廷中的其他重臣交行过密。但是元芳，你说说，你这个牵牛为正三品大将军，真正的朝廷重臣，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算不算是我狄仁杰的朋党呢？就这一句话呀，吓得李元芳噌的一下子站起身来。大人，他刚想说两句，狄仁杰拿手一摆，止住李元芳。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人对你我又忌又恨，但就是因为皇帝的信任和庇护，谁都奈何我们不得呀。也因此我们二人才有了这长达10数年的缘分呢。但是今天皇帝第一次表示了要把你从我身边调开的意图，这只能说明今天皇帝对我的忌惮超过了信任。他不仅要我离开洛阳，离开这个漩涡的核心，他还要我失去你这个膀臂，要你独自一个人来面对这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所以我才更不能答应皇帝把你一个人留在洛阳啊。李元芳听到这里，脸上顿显了一种冷峻刚毅，而取代了刚才那种困惑的神情。他向狄仁杰微微的欠了欠身，轻声地说：大人，都是元芳不好，是元芳连累您了。狄仁杰摇摇手，那意思无需此言，不用这么说，没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李元芳呢，沉默了一会儿。大人呢，卑职只是一介武夫，虽然官拜检校牵牛卫大将军，但是从来不统领府兵，也没有实际的权力。一旦离开了大人，以卑职来看，在别人的眼里，卑职未必就是什么大的威胁呀。卑职今天呢，接到圣旨之后，已经拿定了主意了。不是3个月后我还要回来吗？我3个月后回到神都的时候，我就会求陛下把我调到塞外服役，不论是漠北还是朔西，卑职就去那些最苦最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卑职觉得这样做，陛下应该不至于再忌惮于我，卑职呢也了却了多年的心愿了。你想得太简单了，元芳啊，过去这10年来，你跟着我可是得罪了朝廷中不少人呐。
对这些人来说，你我就是他们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早就想把你我除之而后快了。过去他们不敢动手，其实不是因为你我，而是因为皇帝。今天的变故对他们是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皇帝已然不再信任我们了。那么要罗织若干罪名，将你置于死地，恐怕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想当年我就是这样被来俊臣勾陷入狱的，而我当时如果不是先屈意认罪，再实际托书皇帝上陈冤情的话，恐怕早就死在了丽景门内了。但是元芳，以我对你的了解，只怕你是绝对不肯委曲求全的，甚而不屑于申诉自保。我说的对吗？李元芳此时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狄仁杰。狄仁杰沉吟半晌，元芳于我个人而言，治世是福不是祸呀。但是对李唐，我却不能够轻易地抛开我的职责。这次皇帝毕竟给了我们3个月的时间，3个月足够我们静观其变，认清形势，再巧妙布局了。3个月后，等你再回洛阳之时，我要你成为插入这个政治漩涡中的一柄利剑，替我狄仁杰来守护李唐的神器，继续匡扶李唐的大业呀。李元芳看到此时狄仁杰的脸上是一种凝重的职责和殷切的希望李元芳把头轻轻一点，大人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你讲吧。就说3个月后我要必须留在洛阳吗？狄仁杰没说话，背着手踱步来到窗前，抬头凝望着深黑色的夜空。元芳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预感到这3个月中将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最终的结果仍然取决于我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取决于你究竟打算怎么做。说到这里，狄仁杰转过身来，面对着李元芳。元芳恐怕这一次我又要让你选择了。李元芳动了动嘴唇，但是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李元芳这才说：大人，元芳一切都听您的吩咐，您放心吧。狄仁杰点点头，又长叹一声，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李元芳的手臂，转身又慢慢地踱回到窗前。现在狄仁杰感觉到整个身心都被沉重的疲惫所笼罩了。其实今天晚上他穷尽雄辩之才，只不过是为了得到李元芳这一句话呀。身为一个政治家，狄仁杰从来不相信任何的承诺，没有毫无保留的信赖，没有生死与共的寄托，这是狄仁杰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付得起。但是今天在这风雨欲来的危险关头，狄仁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如此急迫的需要这么一个承诺，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心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狄仁杰感到的并不是一种心安，反而是一阵一阵的心酸。狄仁杰此时面对着窗外，烛光在这窗纸上映出光怪陆离的阴影，狄仁杰不用回头就能感觉到身后那关注而亲切的目光。狄仁杰强自硬了1个晚上的心，在现在终于软了下来。他回过身来，仔细地端详着李元芳的脸，那双眼睛还像原来一样温暖明亮，只是眼睛下面的黑影却很深很深。狄仁杰干笑一声，看看，
又让你陪了我熬了一夜呀。元芳啊，头还疼吗？李元芳按了按额头，我还好。大人呐，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有什么需要我准备的吗？回家嘛，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准备的。从明天起，我还要交接一些各部的事务。我让狄春收拾行李细软，领着车马辎重先走一步，你我二人轻身简行，3日之后即可出发呀。是。李元芳答应一声。突然间呢，李元芳好像又想起什么似的，略微迟疑了一下。大人呢，您刚才说皇帝本来不答应我随您返乡，那您又是怎么说服他的？狄仁杰看了看李元芳，脸上堆起了笑意。这个嘛，不可说，不可说呀。李元芳一看狄仁杰不告诉自己，无可奈何的冲狄仁杰一拱手。大人呐，看来我又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呀。哼。狄仁杰一笑，拍了拍李元芳的肩膀。好了好了，天已然不早了，还不快去休息？有什么话睡醒了再说吧。那卑职告辞了。说着话，李元芳一拱手退出了房间。狄仁杰背着手看着李元芳离开的背影，然后转身又朝皇宫的方向看了看，心说话，不知道皇帝现在在做什么呢？皇帝呀，皇帝正在温柔乡里呢。现在呀，武则天正躺在他的金碧辉煌的龙床之上，现在这头发呀都已经披散下来了。这晚上睡觉了，那不像上朝似的还得梳着个头，现在呀自由了，放松了，把这头发都披散下来。有人喜欢，在旁边呢有一个人呢用手轻轻的温柔的抚摸着武则天的头发，一边抚摸一边充满了惊喜，还在说呢：陛下呀，您看，您又长出新的黑发来了。武则天这个时候微合双目，听到这句话非常的惊喜呀。是吗？六郎啊，你可看仔细了？当然看仔细了，不信陛下您自己瞧啊。张昌宗轻轻地托起武则天的头发，凑到镜子旁边，您自己看看。武则天略微的一偏头，就从面前的铜镜望到身后镜子里反射过来的图景了。怎么那么多镜子呀？在这武则天的寝宫里呀，围绕着龙床，上下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放的呀都是镜子，大大小小，不一形状，形态各异，都赶上卢沟桥的狮子了，没有重样的。而且呢，每面铜镜的后头都高高的擎起一盏红烛，一盏红灯啊，照的这些镜子呀互相反光啊。这武则天那么爱镜子呀，那么爱美，倒不是武则天爱美，只不过武则天呐，她的心呐比较重，老是觉得呀有人要害她似的，所以安了那么多镜子，只要是有人呐，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走过来，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神态，从各个角度都会映入镜中。武则天觉得这样啊能够把人看清楚了，但是她也不琢磨琢磨，那么多镜子，那么多灯互相的反射，把这眼睛都照花了，那么大的光污染，那是能够看清楚人呢，还是越看越模糊啊？要么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武则天一看自己又长出黑发来了，非常高兴。他看了张昌宗一眼，六郎啊，你跟朕所说的那件事儿进展的到底怎么样了？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滨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上阳宫内，武则天与张昌宗双卧于龙床之上。这武则天呐，越看张昌宗是越喜爱呀，轻轻地抚摸着张昌宗的手。六郎啊六郎，你就是朕的激进太子啊！白虎遥瑟凤吹声，乘其云气夕日惊啊！
难道说朕有了你，就真的可以长生登仙了吗？张昌宗一听啊，冲着武则天谄媚的一笑，嘿，就像开了一朵水莲花似的。这张昌宗啊，确确实实长得太漂亮了。陛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陛下本来就是天上的神仙呐。这一句话呀，把武则天给逗乐了。听听，你这张小嘴呀，可真甜呐。哎，朕问你，你说的那件事情到底进展的怎么样了？还请陛下耐心等待一下。您知道这事儿啊，要费些功夫的。朕倒是有耐心呐，就怕你这小鬼头不尽力呀。哎呦，陛下，您这么说六郎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哟，瞧把我的六郎吓的。武则天说着，伸手拧了一把张昌宗的脸。要死啊，朕还真舍不得你死呢。就见张昌宗啊，把嘴一撅，满脸的委屈。臣知道陛下心疼臣不敢死呢。可是啊，有些人巴不得臣死呢。哦，武则天一听，谁呀？还能有谁呀？陛下，您知道的。哦，你是指他呀？武则天说到这里，放缓了语调，看了一眼张昌宗。朕不是已经让他治世了吗？以后啊，你就眼不见为净吧。陛下呀，可他心里憋着恨呢，陛下，他恨六郎啊。武则天呢，从鼻孔中哼了一下，瞥了一眼张昌宗。我恐怕你还招不到他的恨吧。张昌宗一听啊，有点着急了。陛下，他不恨我，为什么在府里把那件袍子烧了？武则天一听啊，没听明白。袍子？什么袍子？武则天刚一问到这里呀，突然间自己恍然大悟了，想明白了。武则天不仅的冷笑一声啊，你说的就是那件吉翠裘吧？哦，被他烧了，有点意思。武则天说到这里，突然间眉头一挑，把眼睛略微的瞪大了，看看张昌宗。他把袍子烧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张昌宗一听坏了，这说漏嘴了。是有人告诉我的。有人告诉你的？狄国老府上的事情也有人告诉你？你的眼线可不少啊。张昌宗就觉得武则天这个眼神呐，就像两把利刃似的，扎得自己机灵灵打了冷战，额头上咕嘟咕嘟，怎么了？都冒出汗来了，咕嘟咕嘟的啊，吓坏了，再也不敢吭声了。武则天紧皱眉头，在这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隔了半天这才抬眼看了看半跪在身边的那张昌宗。这个时候武则天呐，把眉头又松弛下来了，脸色也缓和了。六郎啊，狄仁杰这几天呐，就该离开洛阳了，以后关于他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提了。你呀，下去吧。是。张昌宗不敢多言了，赶紧起身，躬身倒退着走出去了。武则天一看张昌宗走出去了，武则天一招手，来人呐！这个时候一旁的一名女官来到武则天面前，陛下，把地图取来。是。时间不大呀，两名女官一左一右就跪在武则天面前，把一张地图给展开了。武则天看看这张地图，伸起右手在图上慢慢的画着圈，他画着画着，最后食指就停在了一个点上，就见那个点的旁边写着俩字，滨州。武则天用食指点点滨州俩字，喃喃自语地说，滨州啊，滨州。
武则天叹了口气，他慢慢的直起身子，然后转身冲着狄府的方向。怀英啊，这一回朕也拿不准了呀。说这话的时候，武则天的脸上渐渐的凝起了厚厚的一层冰霜。他最后说了一句：怀英啊，你可要好自为之啊。武则天这个时候心里正在想着那狄府的狄仁杰，而现在的狄仁杰呢，早已经入睡了。他对这上阳宫的事情当然一无所知了。这狄仁杰呢，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就到阁部处理交接公事。正处理公事呢，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人，是相王李旦府上的人。见到狄仁杰，就对狄仁杰说了：阁老，相王啊，请您忙完公事，过府一叙。哦，狄仁杰一听相王李旦请自己，那好，你回去告诉相王，老臣马上就到。是，这人走了。狄仁杰赶紧的把手上的公事处理处理，然后呢，坐着车来到了相王府。相王一听狄仁杰到了，赶紧的出门迎接呀。那无论是相王李旦还是庐陵王李显，那在他们心目中啊，狄仁杰呀，那就是活菩萨大救星，对狄公是非常之尊敬。他们知道恢复大唐，匡复李氏江山，都得依靠人家国老啊，所以他们哥俩对狄仁杰非常的尊敬。每次狄仁杰过府，那必然的得出门迎接，降阶相迎，把这狄仁杰就迎到了王府书房。两个人分宾主落座，然后有人给煮了香茶。这个时候李旦先开口了：阁老，您这次回乡十分突然呢，本王此前怎么一无所知啊？狄仁杰坐在那里略略的一躬身：微臣也是如此啊。正上昨日突然准微臣之事，坦白的说，老臣也觉得有些意外，但此乃皇上降下的天恩，老臣唯有感激。也是啊。阁老，您打算何时动身呢？3日后便走啊？这么快呀？阁老您这一走啊，朝堂中就缺了一根擎天白玉柱了，朝中空虚了呀。狄仁杰一听到这里呀，微微一摇头：王爷呀，千万不要这么说呀。大周朝有的是福国良臣，我狄仁杰除了一颗忠心，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呀。最可贵的就是这颗忠心呐。这李旦呐，感慨万千呐。他停了一会儿：阁老啊，您既然要回滨州，本王倒是有些事情要托付于您，不知道阁老是否还愿意把容相助啊？狄仁杰一拱手：王爷请讲，狄仁杰敢不尽力。李旦呐皱了皱眉，好像呢十分的难以开口似的。最后呢思索半天：阁老啊，您呐肯定知道，滨州牧过去几年一直是由魏王武承嗣所承担的，他一手把持着北都的军政，早已把滨州打造成为了武士的天下。可是1年前，由于阁老的多方周旋，终于说动圣上重迎庐陵王，将太子之位再授李显皇兄。如此以来，魏王多年的野心落空，他也落了一个郁郁而终。这样一下子，滨州牧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后来您是知道的，圣上就把滨州牧一衔授予了本王。狄仁杰听完点点头啊：是啊，此乃李唐之幸啊。李旦还是那样紧锁眉头：阁老啊，
哎呀，怎么说呢？您知道啊，本王就任之后，自然的是想尽快的接管滨州卫戍，好掌控住这个重镇呢。因为原来这滨州折冲都尉刘元那是魏王的亲信，那我不能用啊，所以呢，我就找了几个理由把他给罢了官了，然后就派去了本王在右卫最信任的将军王贵纵接任折冲都尉之职。哪知道啊，王将军上任仅1个月就得了暴病了，被送回神都医治，只过了短短2天就亡故了。哦，狄仁杰一听这个，还有这样的事情，老臣怎么没听说过？阁老当时您在江州啊，所以对此事并不了解呀。而本王其实对王将军的死非常之怀疑呀。我曾经呢动过念头，想把阁老您请过来帮助调查，但当本王向圣上请求让阁老帮忙的时候，没想到却被圣上给严词拒绝了。哦，狄仁杰一听圣上拒绝了，是啊，圣上说御医已经验看过王将军的病况，确确实实是恶疾致命，是得病死的，因此啊，让我不要疑神疑鬼。还说了，现在呢，李武两家只有和睦才对朝廷有利，对社稷有利，不允许我在这上面再生事端。阁老啊，您是知道的，圣上的意志一向是不容任何人违背的，他都这么说了，我哪里敢再进行追究啊？不但没追究啊，后来呀，我还得按圣上的意思，没有再派自己的心腹去接管滨州军务了，而是把滨州卫府的原来的那个左果义都尉郑畅提拔成了新的折冲都尉。这个郑畅啊，本来就是魏王的人，现在呢又和梁王府来往密切，对我只是虚加周旋，所以我这个滨州牧有名无实啊，阁老。到现在我都不能触及到实际的滨州防务啊。狄仁杰在一旁听着，默默的点点头，神色非常的凝重。李旦偷眼看了看狄仁杰的表情，接着又往下说：阁老啊，滨州的行政长官长史陈松涛，想必阁老还算熟悉吧？啊，陈松涛是老夫的姻亲，那是我3儿子的岳丈啊。是啊，这个陈松涛啊，阁老啊，我说话呀，您别不爱听啊。王爷但讲无妨啊。阁老啊，这个陈松涛啊，也是一个叫人琢磨不透的一个人呐。魏王任滨州牧的时候，他便深得其信任的。现在这陈松涛对我嘛，倒也是十分恭敬，对滨州卫府的人事变动好像也毫不在意，好像一副我自岿然不动的镇定。他自己行事十分小心谨慎，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破绽，可是又对滨州的事务一手遮天，水波不入，实在不容人小觑呀。狄仁杰听到这里一欠身，王爷的这番话，老臣已然听明白了。老臣想，王爷是想让我借这次返乡之际，冷眼观察滨州官府的状况，以及滨州军政要员的忠诚吧。阁老啊，您知道吧，滨州对本朝的重要性仅次于东西2都啊，过去一直是魏王武承嗣的势力范围。现在本王真的很希望能够好好的整顿一下滨州的军政，但遇到了前述的阻力呀。本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间居然听说阁老要返乡治事。哎呀，此次阁老返乡对本王来说
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请阁老一定要帮本王这个忙啊！当然了，阁老既然已经致仕，本王也不忍让阁老太过操劳。阁老只需要把阁老观察到的情况通报给本王即可。当然了，这陈松涛是阁老的姻亲，如果阁老觉得有什么不便的话，现在就可以对本王言明，本王呢绝不会强阁老所难的。狄仁杰微微一笑，老臣的心思王爷是最清楚的，请王爷放心，老臣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哎呀，那可要多谢阁老了，多谢阁老了。就这么着，狄仁杰告别了李旦，然后又把阁部的事情处理完毕，这才带着李元芳两个人骑着2匹马离开神都洛阳，赶奔滨州老家。狄仁杰这一路之上都在想，皇上这次让自己返乡，肯定这其中有事，到底是什么事呢？狄仁杰百思不得其解，没有捋清楚任何的线索。他也万万没有想到，眼看着就要到家了，结果会发生这么多的险情。先是一个人发了疯似的在自己面前用膏给噎死了，紧接着又被野狗袭击，又被落石袭击，又掉入山洞，现在呢又落入荒山道观之中。而且外边瓢泼大雨呀，这瓢泼大雨还好点，仔细的听听，这瓢泼大雨里边呢还混杂着孩子的哭声，你说瘆人不瘆人？本来心中就不安，再加上一路上这些情景，这狄仁杰呢简直是睡不着觉了，迷了巴都，晕晕乎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脑海中想着这些事情，慢慢的迷糊过去了。等到一睁眼，天已经亮了，再看外边呢，风停雨住了，而且呢晴天了。狄仁杰赶紧起身走出房屋一看哎呀，经过这一夜的暴雨冲刷，这早晨的天空是一片的瓦蓝瓦蓝的，显得异常的清爽。尤其是在这山里边下了一夜山雨，现在一闻这空气是格外的新鲜的。李元芳这个时候也出来了，一看狄仁杰，大人您在看什么呢？狄仁杰用手一指地面元芳咱们跟踪的那个小孩子的足迹也在这里出现过。你看，李元芳一看确确实实在一些大人的足迹里边混杂着一些小孩的足迹。狄仁杰看了看，一摇头只可惜和你我的足迹混杂在一起了，现在已然分辨不清了。大人如此看来，那个小孩是比我们先到这里，那他现在又会在什么地方呢？这屋外一点足迹也没看到昨夜的一场大雨把所有的足迹都冲刷掉了，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去向了。不过元芳昨天晚上你我听到的那隐隐约约的哭声有一些尖细，听着倒也仿佛是个小孩子的声音李元芳一点头，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可是那个哭声却让人听上去好像这个孩子很是伤心狄仁杰伸手拍了拍李元芳，现在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咱们再去别处看看。就这样，狄仁杰和李元芳又把周围的屋舍转了一个遍，学摸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别的线索。又回到屋前的空地之上，狄仁杰背着手又看了看，每间单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而且没有蒙上什么灰尘，说明人走了不久
而且走的时候井然有序。可是为什么他们会一起突然消失呢？这里面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李元芳一看狄仁杰呢，好像在自言自语，好像在冥思苦想。李元芳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突然间拉了拉狄仁杰的衣袖，然后一指老君殿：“大人，您看。”狄仁杰顺着李元芳手一看，李元芳说了：“大人呢，您看这个道观盖的也忒潦草了些吧，连个冠门冠名都没有啊，这算什么呀？”狄仁杰呢也觉得奇怪，四处这么一看，突然间狄仁杰乐了，拍了拍李元芳的肩，用手一指：“元芳啊，你看看那岩壁上，我们昨天发现的那个洞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啊？”李元芳这个时候跳目一瞧啊，哎呦，这才发现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根本就没发现。现在天明了，一看在那个岩壁洞口上刻着3个大字：蓝玉观。蓝玉观，原来冠名是刻在这岩壁上的。大人，您是怎么想到的呀？狄仁杰微微一笑啊：“元芳啊，你可知道道教是有洞天福地之说的吗？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道人最讲究的就是要在这青山秀水之中修身养性，得道成仙，故而道观常建在自然山水之间呢。你看这个地方闭塞荒僻，怎么会建有道观呢？依我想来，一定是与这座热泉和岩壁上的那个洞穴有关系了。恐怕是有哪位真人挑选了这个洞穴作为修炼之所，才有了这依泉壁而建的道观。洞穴里的小径也是为了修道之人上下方便而凿刻出来的吧。李元芳一点头，有道理呀。可是大人呐，那为什么这蓝玉观的正殿是荒弃的，而那丹房却空无一人呢？狄仁杰和李元芳终于发现这座道观的名字叫做蓝玉观。这个时候李元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这座道观为什么正殿已经荒废了，而丹房之内却空无一人呢？这岂不奇怪吗？狄仁杰一点头啊，目前来看这确实是个难解之谜呀。不过呢，我们只能先把它暂且搁一搁了。你我二人当务之急还是要赶紧的离开这里，否则的话，只怕你我要饿死在这里，那可真就直接成仙喽。李元芳一听也乐了。大人啊，昨天咱们走的那个洞穴，另外一头已经被山石堵死了，恐怕不能再走了。可是这里四周又都是绝壁，上哪找出路去啊？狄仁杰微微的点点头，手不自主的就捧在了自己的肚子上。李元芳一看，大人啊，既然这个地方不久前还有人居住，怎么没看见厨房啊？大人，您在这里别动，我再去找找，要是能够找到厨房，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剩下的食物呢，咱们也好饱餐一顿。狄仁杰一点头示意李元芳，你去吧。李元芳呢就跑到这屋子后边的树丛去了，就剩下狄仁杰在这里背着手，在这老君殿前来回踱步，一边踱步一边看着深山幽谷的风景。一看呢，这个地方别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味道。狄仁杰心说话，这要不是一路行来险象环生，疑窦重重，我还真有心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待这么几天你看这个地方环境多好远离尘嚣
他在这里呀，欣赏起山谷风景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听见这李元芳在树丛后面喊呢：“大人，大人，您快过来看看！”狄仁杰一听，准知道李元芳啊发现什么东西了，赶紧的赶过去，绕过密密匝匝的树丛，前面一看呢，又是一堵高耸的绝壁，好像此路不通啊。但是狄仁杰再一看呢，李元芳不见了。哎，元芳，你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李元芳的声音呢，在这绝壁后边响起了：“大人呐，您沿着这绝壁走。”哦，狄仁杰一听这李元芳在绝壁后边呢，于是狄仁杰就沿着那绝壁绕行，往前走了也就是100十来步，突然间发现这道绝壁呀也断了，而后面呢又是另外一堵更高的绝壁。但是就在这两堵绝壁之间，出现了一条非常狭窄的夹缝。从这个夹缝中往后这么一转，哎呦，当时眼前呢是豁然开朗啊！就见大片矮矮的灌木，再往前看，蜿蜒的山道已经依稀可见了。哎呀，狄仁杰当时高兴坏了，扭脸一看呢，李元芳就站在这夹缝旁边。呵呵，元芳啊，怎么样啊？跟着老夫就知道什么叫吉人自有天相了吧？李元芳也乐了：“大人，您再往这看。”他用手一指啊，狄仁杰发现原来紧贴在这绝壁的夹缝口上还有2间小屋呢。狄仁杰一皱眉，这是什么地方？走过去一看，就见其中一间呢是间厨房，可以见得呢，里边一看，灶台水缸家伙齐全，在这个屋子一角中啊，还堆着一些米面，还有一些枯萎干黄的菜叶子，就好像那几天前还有人在这里起锅造饭呢。狄仁杰背着手就在这个房间里走来走去，突然间呢，就觉得自己的靴子踢到什么东西了，低头一看，狄仁杰当时脸色一变，赶紧的哈下腰把这件东西捡起来了。李元芳一看狄仁杰脸色不对，也凑过来一看，李元芳当时啊也是一惊，怎么回事？就见在这狄仁杰手中捏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正是昨天他们见过的那种蓬砚膏，只不过现在狄仁杰手中的蓬砚膏啊已经变得非常干硬了，已经失去水分了，看那意思不知道放了多少天了，上面已经沾满了灰尘了。狄仁杰看了看他，然后抽出手绢，把这块膏仔仔细细的包裹起来，然后塞入袖中，又在这个屋里转了一圈，没发现其他可疑之处了。这2个人呢就走出了房间，走出这个厨房之后，又走进对面的这个小屋。一见这个小屋里啊，有一张简单的土炕，还有一张桌子2把椅子，最显眼的呢是在这个墙角处横七竖八的倒着几柄刀枪。狄仁杰看到这里把头一点，我明白了，这里才是道观通常的出口，而这间小屋应该是把守道观的人住宿的地方。你别说，此地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如此狭窄的出口，四周又都是绝壁，只需要在这里派上几个人，就可以把这出口把守得严严实实啊！当然了，这一个道观有必要这样严加看守吗？再说了，既然要严加看守，那么道观里的人怎么都不见了？这看守又去哪里了？呵呵，元芳啊，我也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呐，真奈这一天一夜我是低迷未尽呐。你大人我呀，现在除了热菜热饭，我可什么都想不起来喽。李元芳也笑了：大人呐，您别着急，咱们这就上大道。大人您看，这周围的山势啊，
明显的看上去比昨天的还要高，所以我猜呀，咱们一定是到了比较低的山脊上了，应该很容易见到人烟了。但愿如此吧。两个人呢，就这样说说笑笑，就穿过灌木丛，走上了山道。又往前走了大约有2-3里地，这个山路啊，是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平坦，周围的树木也是越来越稀疏了。又拐了一个弯儿，眼前可出现了一条平坦的大路。不但是有大路了，在这个路口处啊，还停着一辆马车。在这辆马车前坐着一个人，就见这人呐，一身大户人家家人的打扮，在这里正向山道上张望呢。李元芳一看，赶紧停住脚步，一拉狄仁杰的衣袖：“大人，您看，那不是狄春吗？”狄仁杰抬头一看，可不是嘛，马车上坐着的正是狄春。这个时候狄春呢，也已经望见狄仁杰和李元芳了。狄春当时啊，眼睛瞪大了，赶紧的冲两个人就跑过来了，非常的兴奋呐。老爷，李将军一路小跑过来了，来到狄仁杰、李元芳面前了。刚要开口一看呐，这俩人怎么这个模样啊，跟灶王爷差不多少，这脸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老爷，李将军，你们怎么了？这身上，你们的马呢？狄仁杰当时把脸往下一沉，你这小子，我教训过你多少次了？你别忘了，你是宰相府的管家呀，你就不能学得端庄一些？怎么成天大惊小怪的呢？李元芳这个时候在旁边拉了一拉狄仁杰的衣袖：“大人呐，您看咱俩今天都成这个样子了，别说狄春了，就是皇上看了也会大惊小怪的。”狄仁杰一看这李元芳的脸呐，狄仁杰也乐了，一摆手：“罢了罢了。狄春呐，你怎么会在这里呀？”“潘老爷，是三少爷呀，估摸着您和李将军今天就该到了，这才特地让小的在这里等候你们。这条道是去滨州城的必经之道，三少爷说在这里等最好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到了，我还想啊，可能要下半晌呢。”狄仁杰看看李元芳乐了，看来我们倒是走了一条捷径啊。狄春赶紧的把狄仁杰搀扶住：“老爷呀，李将军，你们很累了吧？赶紧上车，从这里到滨州城啊，还有30里官道要走呢。”说着话，搀着狄仁杰就往马车方向走。一边走，狄仁杰一边说：“呀，老爷，我还饿着呢，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些吃食啊？”“有啊，早准备好了。有蒸饼，有油塔，还有一壶您最喜欢的呢，那湖州的紫笋茶，都热在暖壳里呢，就在车上搁着呢。这也是三少爷呀让我准备的。”狄仁杰满意的点点头。这个时候已经来到马车旁边，笑眯眯的上了马车。李元芳呢，随后也跟上了。狄春这个时候坐到马车前边，一挥鞭子，墩架，这辆马车呀，朝着滨州太原城是飞驰而去。30多里路，一眨巴眼功夫到了。进了太原城之后，这狄仁杰的府邸呀，就在太原城北。太原城北人行坊中，狄仁杰的府邸是一座5间6进的大院落，无头大门，素瓦白墙。狄仁杰下了马车，一看呢，这卫生都已经打扫干净了，净水坡街，黄土垫道，这家人都已经在门前恭候多时了，把狄仁杰让进家中。往狄府一进呐，就见狄仁杰这府邸呀也非常漂亮，回廊勾帘，菱葛雕花，素朴却不简陋。檐墙栽着的是一排排的翠竹，这深秋季节，这翠竹上已经满身的枯黄了。几棵参天的大槐树，再加上错落的几株海棠，使这座院落显得有那么一股深秋季节特有的萧瑟。狄仁杰走进自己的屋，
有人给服侍着梳洗已毕，又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深褐色的长服，这才又来到了自家的书房里边，舒舒服服的往那一坐。有家人给献上香茶，狄仁杰端起碗来，刚抿了口茶，这个时候外边响起脚步声音，门帘一挑，狄春从外边小心翼翼的走进来了。老爷，狄仁杰一看狄春，狄仁杰知道啊，刚才自己让狄春呐去安顿李元芳了。狄春呐，李将军安顿好了，安顿好了，在东厢房呢，小的刚从那里过来。狄仁杰把头一点，舒了一口气呀。这2天呐，可把他累坏喽，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你派谁去伺候他的？哼，老爷，您又不是不知道李将军的脾气，他这人呐，不爱让人伺候。也罢，他不要就算了。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茶碗往那一放，身子一挺站起来了。这个书房里面呢，搁着一盆形状纤柔的兰草，就兰花。狄仁杰这个时候站起身来，背着手，拧着眉，就走到了这盆兰草近前，低头看了看这盆兰草。狄春呐，这盆素心寒兰今年还是没有开花呀。狄春说，这个小子不太清楚，要不要我把花匠叫来问问呢？狄仁杰一摆手，不必了。他说着话的时候啊，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盆素心寒兰娇弱的绿叶，在这脸上啊，慢慢的浮现出一种若有所失的表情，仿佛狄仁杰一下子陷入了某些久远的回忆当中。狄春看着狄仁杰出神，站在一旁啊，大气也不敢出，因为狄春知道啊，这老宅里的这几盆珍贵的素心寒兰花，那是狄仁杰的挚爱之物啊。你别看狄仁杰一直在外边当官，在神州当宰相也好，每年冬季都要派人呐带个话过来，问一问这盆兰花有没有开花。但奇怪的是啊，这些年这兰花呀，它就是不开。要么后来呀，有人根据这个事儿啊，写了一首歌：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3回，看得花过时，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这兰花草这个校园民歌呀，感情是从狄仁杰这来的，是这回事吗？这不瞎联系吗？总而言之啊，这人就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这就这样，你越说吧，种一盆草一盆花，想让它开花，想让它美丽，它越开不了。这么多年，这盆素心寒兰花始终没有开过花，而这狄仁杰呢，每年还问他开没开花。有一次狄春就说了，老爷呀，你年年问他，干脆呀，我把那几盆兰花呀给你从老家带回来，带到神州洛阳来，这不就得了吗？你看着他啊，咱也给他换个地方，也许换个环境他就开了嘛。但是狄仁杰把手一摆，好像狄仁杰从来没有动过把这些花带去洛阳的念头，就这么远远的念记着。这一点呢，实在是让狄春非常的费解，但是也不敢问呢。今天狄仁杰看到这个兰花，又陷入沉思当中，沉思良久，狄仁杰这才把心神收回。一看旁边狄春还站着呢，狄春呐，安老爷，你不是说是景辉让你去官道上接的我们吗？他自己怎么不在家中啊？对。狄春一听这话呀，当时结结巴巴，磕磕绊绊，支支吾吾。安老爷，确实啊，是三少爷吩咐小的的，可是他吩咐完呢，他又走了。三少爷呢，整天呢，忙忙碌碌的，小的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老爷，小的已经让人呢去他府上送信去了，可能啊很快他就能过来。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眉头一锁，家中这么大的宅院他不住，
非要自己跑到城南去另立门户，成天跑过来跑过去的，他也不嫌累。狄仁杰顿了顿，他又不肯入仕，只领一个散议大夫的闲官，不说为国效力，吃起朝廷的五品俸禄来倒是毫不客气，令我每每想起来就替他汗颜呐。既然这样，干脆安分守己也就罢了，他还整天不务正业，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忙的。说着话，狄仁杰望了一眼狄春，狄春一看，狄春把头往下一低，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挺忙的。狄仁杰哼了一声，看来这个家伙一定已经收买过你了，所以你现在才会在我面前三缄其口啊！很好，很好啊！看来如今这太原狄宅做主的人已经是他狄景辉了。老爷，您别这么说。这狄春心说话呀，我家老爷就是厉害呀，怎么我们三少爷收买我的事他都知道了？这狄春突然间呢，就想起了那日自己来到太原城中的情景。这狄春早狄仁杰一步，先往着滨州城赶。这路上呢，先办了狄仁杰交代自己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办完之后，狄春马不停蹄就来到滨州狄宅，这带了不少车辆呢。到这里呀，指挥家丁从带的车辆上往下卸货，把那带的家里的一些用具啊全卸下来。这家丁们一拥而上，正在这卸货呢，狄春正在这指挥呢。突然间就听见身后噔噔噔噔三步并作两步的急促脚步声，有一个人呐从后边走过来了。还没等狄春回过头来了，肩膀头上已经被人狠狠的拍了一巴掌。啪呦！这狄春呢打得一趔趄，我说谁呀？狄春一扭头啊，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30来岁，长得身材高大，细腰炸背，非常的匀称，往脸上看面似银盆，两道弯眉，一对细目，鼻直口方，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装饰十分的精心，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嵌金银丝的锦袍，腰束一条亮银色的革带，头上戴着一顶银冠，越发的显得这位呀气度潇洒。这谁呀？狄春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狄仁杰的小儿子狄景辉。你是您呐？不是我还能是谁呀？狄春呐，你这小厮几年没见，我看你可发福了不少啊。看来跟着我爹这伙食还算不错。三少爷，您还不知道咱们家老爷吗？跟着他老人家呢，吃饱是没问题呀，好不好那就另当别论了。狄景辉非常爽朗的哈哈大笑，拿手一指，你呀2个大钱买个瓶，嘴好啊。狄春嘿嘿一笑。狄景辉一看这车，狄春呐，我爹什么时候能够到家呀？狄春赶紧的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狄景辉。三少爷，这是老爷给您的书信。小的呢，临出发前，老爷嘱咐小的说，他要比小的晚3天走，估摸着后天应该就到了。狄景辉伸手接过书信，也没有拆封，又看了一眼狄春，这次归乡好像很匆忙啊，先前一点也没有得到风声啊。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三少爷，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好像是皇帝呀突然间就准了老爷治事了，咱老爷也是说走就走了。三少爷，要不您先看看老爷信里是怎么说的。狄景辉哼了一声，一皱眉，信里会怎么说呢？我爹那个人呐，我太清楚了，信里除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他什么都不会写。这书信呐，
还是带我送给我娘，让她老人家去看吧。切，说到这里呀，狄景辉是嘲讽的一笑。哎，女人呐，究竟是女人呐，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作风，也就是我的爹哟，他老人家能够侍奉得了啊。哎呦，狄春一听，三少爷，您说话怎么还是那么不小心呢？怎么了？这里是我家，又没有外人，难道不成你要去皇上面前告我的恶状啊？哎呦，打死小的也不敢呢，就怕这话被老爷听见，那可就不妙了，不妙了，不妙了。